面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刚到世界，伊煞经常看待，刀光剑来，无三通叫我阻碍，千百里江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波风飞，心比之全比之情到淡的，看你困眠是我的最爱。叫我的半生半世，风吹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美拖顺风。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老人。咱的曾经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山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沧桑，多情深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双只在我心梦时。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Everybody嘟嘟嘟嘟，专心了无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做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刚到世界，伊煞经常看待，刀光剑来。
大家哇，今天这个时间，猪猪好像稍微早开了一点，快点，我们今天也要进行非常紧张刺激的。好啦，也不算紧张刺激啦，但大概又是我会就是烦恼到中离的坏坏女生残酷2选1。Hello， 大家午安午安。来，我应该是有把 echo 关掉了吧？我怎么一直觉得说我很像有听到2个声音还是 echo 声之类的？你们帮我听一下哦。大家午安午安。对，我今天比较早一点点，我们今天早点开，早点来烦恼，早点烦恼完之后，然后就可以早点做休息。对，早点吃饭。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肚子会饿得很快，因为这个超烧脑细胞的感觉又是一个会有疯狂纠结的很多的桥段这样子。大家午安午安。而且我跟你们讲，我刚刚我其实一整个早上我都在翻那个川普跟那个高市早苗就是见面他们聊了些什么，然后一些片段啊有的没的，我真的觉得这好可爱啊，就很脱口秀，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我又没有关啊，等一下我又没有关，不好意思，我去关一下。我没有关吗？啊，我又没有关，对不起对不起，我又没有关。对，不好意思，我刚开台的时候又顾着就是一直在看那个就是川普跟高市早苗在讲的话，我就觉得这2个首相只能说很有趣就觉得超有趣的。对，好像应该有关起来了，就是不想做时空旅人的你各位记得就是 F5 一下或重新整理一下哦。对，好 OK， 我回来了啊，不行，我不能再看那个，不行，我先把 Twitter 关掉好了，因为 Twitter 会一直刷，就是对 Twitter 会一直刷，就是我想看的那个川普跟高市的片段。等一下哦，好，我先关掉，好 OK， 对我把它关起来了。对，会纠结的话代表你的价值观是正确的，没有那么极端是吗？奇怪，因为我不晓得说其他 B 鹏鹏选起来大概是有办法这么快很准嘛？我自己是光是男生的部分我选到真的快崩溃了我对，就是很多事情哇，好像真的没有办法这么的嘿，就是没有办法这么的哈根系呢，就是应该都会有一些可以探讨的余地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对，好，那现在的话声音跟 BGM 的 balance 如果没问题的话，我待会跟大家打完招呼，我们就即刻可以快点来进行我们的坏女生的残酷2选1。不过在那之前我好像又忘记把那个3枪打开了，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今天真的是很悠闲的礼拜5的部分，陪大家不管是上班开会心通都欢迎来一起来烦恼坏女生的部分吧。虽然说其实我觉得就像我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这些选项不管男生还是女生的都有很多会引起族群对立的一些选项嘛。对，但是我是觉得即使如此还是会想看一下大家会在聊天室讲什么干话，就觉得很好笑，或者是也欢迎大家踊跃分享自己的想法。对，然后我们尽量就是和平包容友善的发言哦，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就是引起大家就是他有些选项有点刻意的就是要让男生生气或者让女生生气，那个还蛮明显的。对，但其实我们就保持理性保持友善就像上次一样，上次就是男生的部分选到很多次都歪了，我就觉得很好笑大概这种感觉。好，我的3枪应该是有开了啦，等一下如果我们进行到一半如果有大们大佬们有站住，但3枪没有跑出来工作的话，请一定要跟我讲，我会努力鞭策他鞭策他工作，给我讲话，给我说话之类的。然后提早开可以避免开到晚上6点，没有错没有错。对，而且对，和平我们懂，对好啦，而且就是我们就是虽然说从
日本回来以后，就是又如火如荼的进行，就是今年度很多的计划。对，然后最近大家也有看到我们很厉害的小新老师，很厉害的建模老师，就是会常过来打招呼。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也不算爆雷啦，就是基本上大家也知道说我们新艺妆的部分，有一部分也是获得我们的文化部爸爸的赞助的部分嘛。对，那基本上呢，我们小新老师就是操刀这次我们新艺妆的建模，而且素晴らしい哦，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对，就也不算爆雷啦，就是我只能说好棒。对，谢谢各方面的大家。对，我们虽然提早完成了蛮多的，对，但是总之生日季有很多要跟大家一起玩的活动，好期待哦！就是我们新艺妆的预测今年度也会有哦。对，也欢迎大家投递表单，然后可以创作出你们很神奇的新艺妆预测。我在思考看用什么样的奖品奖项哈，或者是我们再加开那个什么迫害奖项之类的。不行，这样会不会害大家反而不敢创作之类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让我尖下是什么？等一下。惊吓尖叫，简称尖吓，让我尖吓到不行的，我自己弄死我自己的客制蛋糕，有葡萄干，有三色豆，有凤梨，对，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不管是过程，还是说做完之后的试吃，都不会错过。对，全部都并在我们今年度非常热闹的生日季哦。没事的，就像之前老贝说。哎呦，你们都知道，就不要哎呦，就每次都这样看破不说破，你们真的好讨厌哦。对啊，这个不是讨厌，这是身为熟男的你们的優しい，但是你们每次就是都看破不说破的状况，我真的好喜欢，谢谢。对，真相，小杰坏坏，好啦，各位坏坏男生们，相信我们成熟的妹妹们其实都不坏啦，只是爱鸡不猪猪啦，基本上大家都非常的。和平、礼貌、友善，对，只是在和平、礼貌、友善，你们会怎么选字？这我不知道哦。好，我的 BGM 会不会太大声啊？不会的话，我就暂时不调整了哈。嗨，首先是他娃娃来看坏坏女生，好，没有问题。然后交通频道先生伊拉塞，然后星辰伊拉塞，然后是我们的 Nabi 啊，你们有听到 Nabi 翻唱我们的那个75C 吗？好燃哦！不愧是 Nabi 的版本哎，Nabi 的版本就完全是非常热烈的，我只能说非常热烈、非常有活力的版本，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哈。我有分享轻装一拉下来下面的跑马灯嘛，你说那个不要回来马上走开嘛，我这是本频道的一个该怎么讲内梗，好，我们只能说内梗。CP88午安，对，今天比较早一点，我觉得我今天会浪费非常多的精力跟脑细胞跟大家一起选择这些很难选的选项，对，然后肚子应该饿得很快，所以我觉得我早点开好了。晴天いらっしゃい，小天いらっしゃい，然后不君いらっしゃい，我看一下啊，白鳥さんいらっしゃい，夜夜いらっしゃい，恰，心血强到报道，今天那么早上哦，开到晚上对吧？这我不好说，坏女生如果有这么难选的话，我也认了，好不好？对，就是怎么样叫做坏？我其实对我觉得应该也是得要到可能前20强或前8强才能看到所谓的真正的坏。但目前就像第一题我看到这个选项，我真的觉得花了发，很像中立，直接就算了，放弃了，就是这种东西。对，待会再跟大家讨论一下哦，慢慢讨论，慢慢崩溃上去哦。然后看一下是 Nabi， 这一块手。Nabi， 谢谢你翻唱了我们的75C，我好开心哦。不会，对我真的超开心的，而且我看到Nabi超可爱，他有分享说很像有一些社区的隔音不是那么好的状况下，那刚好我们主播们又比较在晚上才有办法开台的状况下，因为有些是兼职嘛，有些早上就上班，晚上才有办法开台的这个状况下，然后有些邻居可能又是耳朵特别敏感的话，就会被投诉，这件事情真的是辛苦了，Nabi辛苦你了。对，好，这也是有看到你，谢谢雪梨宝贝拉下，所以 OK 吗？谢谢你宝贝，我们宝贝接下来会帮我们剪辑很多很棒的东西哦，都会一一在礼拜六上来的一些精华哈。对，可是不管礼拜六有没有上啊，宝贝就是对固定都会生产，就是一些很烹的精华或者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精华，非常感谢宝贝，也有看到你，谢谢。然后看一下，不会啊，看到6点，除非我真的是
所以我真的是脑雾，不知道怎么选到6点，然后直接中离之后又后悔又回来，可能就有机会到6点哦。然后看一下，娜比唱的很棒，我觉得娜比就是唱的非常的不一样的味道，是娜比味。我在讲什么啊？好香，是娜比味啊，是一个开朗热情的味道。对，就是一个娜比的味道，非常独一无二，大家都可以去听一下。对，看来坏女人要到南部放假。我知道你说的那首韩国歌曲，对，就是非常的空耳。像这一题这种男生太会成，我觉得对，像第一题就是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唉，没事习以为常了吗？好，娜比辛苦了。对，那位，好啦，来，我们事不宜迟，既然大家都已经开始跃跃欲试，要讨论第一题的这个部分了，来。第一题齁，那个就是很简单的想引起族群对立的题目，你知道吗？对，然后，该怎么讲呢？看到这一题，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小故事想分享，请各位听我娓娓道来。其实这两边我都觉得真的还好，就是头发剪坏了，难过，怎么了吗？我只是想问，这个情绪怎么了吗？对，然后。被发卷上街，这不就是跟之前有一些年代可能低腰裤，然后配上高腰的丁字裤，或者是男生喜欢把裤子穿很低，然后露出他们的四角裤一样的道理嘛？对，那只是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女孩子就是发卷，就是基本上都带上街。对，所以其实这两个怎么了吗？这两个怎么了吗？这两个怎么？光就这两个，我刚刚看的时候觉得画了饭。第一题就这么的不知所谓哦，谢谢你们分享。好，娜比会选右边嘛？然后我看一下，也是有些好哇，萨瓦哥家，我们可爱的爽子也过来了，爽子选左边。其实两边我觉得没差，但是硬要选，我到底要怎么？好，但是女孩子的话，好，我们水灵宝贝左边是只剪坏刘海，不是剪坏整颗头哦，只是剪坏刘海就哭成这样子，会觉得画了发这样，对不对？好，唉，事实上左边那位是艺人，他是通告，对，他是通告艺人，没错，对，就是有一些照片，他们只是就是被随便拿取过来做这个2选1啦，对，娜比也知道齁。我觉得其实我的话啦，我会觉得啊，剪坏刘海，就男生也会难过，女生也会难过，但是你不需要哭啦，好不好？那个发型设计师已经很忙了啊，你还要人家抽空来安抚你情绪，实在是也很辛苦，所以就不要这样子啊。下次我们可以好好先深呼吸，安抚一下自己情绪就好，好不好？对，我也是选左边，对。然后右边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世代一个世代，就是必须是同理去了解，不然很容易就又造成族群对立。而且说到这个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就是我觉得台湾女生也很爱，亚洲女人也很爱为难亚洲女人的地方，就是之前有分享到，我有一个姐妹嘛，她不是说她就是说觉得说不会开车的男人不是男人之类的吧，这个就是她的想法啦。我觉得没有对错，因为她是一个对自己很好的女孩子。那不得不说，因为如此，所以她其实在很多地方也享受到很棒很棒的女权红利，对女权红利的部分。但是我觉得好，你今天享受女权红利的部分，应该不会这么丑女。但是没想到，有时候我会在她的嘴巴里面听到一些很丑女的言论，或者是厌女的言论，例如，她就。上次我们就是姐妹聚会，她又说，最近年轻人不知道怎么了，但那个发卷上街很难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以前不会这样。我天哪，我心里想到，哇靠，我就说，我天哪，你怎么这么厌女？她说有吗？我说你这个言论非常的厌女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如果说好，今天这个是我们以前那个年代大家都在做的事情的话，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长辈很讨厌？你现在就是那个长辈了。她说是吗？我说是，你现在变成讨人厌的长辈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今天啦，
我不是5004岁好了，我今天才1000岁，大概跟这些戴发卷上肩的妹子一样好了，我可能也会跟他们做同样的事情吧，因为蓬松的发卷很漂亮对啊，蓬松的头发很漂亮，那么大家可能就是想要漂漂亮亮的，所以才无时无刻都希望自己的刘海蓬松。但是在蓬松之前呢，在蓬松之前的设置，我们以前习惯在家弄一弄，不要带出去。但是现在年轻人们他们已经觉得那没什么了。我今天拿出去设置我自己的蓬松刘海的这个过程，给人家看到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了。像他们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了，而且他们无时无刻都希望自己的刘海蓬松。我也觉得他们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每次选这些东西，我都会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像流行，对啊，而且男生也会带上街的东西也很多不止女生，所以我才会点我那位姐妹说，你身为女性，你不要这么厌女，也不要这么穷女好吗？你完全被父权主义搞坏了，你知道吗？他说什么？怎么可能？因为他就是完全就转不过来这件事情。对，好，就是在父权主义的那个压制下，我们男生女生都要加油，好，大概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的这种残酷二选一，真的可以探讨出很多很多的观点。我才觉得说好，我可以开出来跟大家听一下、看一下，这样子会觉得对，这蛮没礼貌的，对不对？先去吃早餐哦，等一下再来挂台，没有问题，泽野先生。不过可能是那个忘记拔下来，也是有一些美眉她忘记拔下来，可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如此，他们无时无刻都想保持刘海的轻盈感，我觉得 OK 啊，没有问题啦。对啊，但是无法理解，就会变成说你就变成讨人厌的长辈了，就是这样子。之前这里在说什么的空气刘海之类的，对，就像我现在出门，我也希望我的刘海时时刻刻能够很蓬松，对。就是那种感觉啦。对、明日お帰りなさい。ドマちゃん読める？15個読める？ドマちゃん嘘や。なんでわかる？拍照发卷拿下来，路人又不看我照片。对，是啊，对，就是我拍照，我想要就是很蓬松、很自然，其实就再把发卷拿下来就好了。所以萨瓦口讲也是如此吗？大家女孩子都想要保持住漂亮的前刘海之类的。好，来，接下来为了想跟男人结婚发生关系是吧？等一下，我靠，第二题就这么辣是吗？但一打给朋友大哭抱怨3小时，只是因为觉得自己很久都没有，拿比要被讨厌了吗？不会啦，这个只是猪猪个人观点啦。我只是觉得就是说，以前我们那个时候什么做不需要压在现在的年轻人身上啦，对。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观点，就是这样子，对。然后，对我觉得其实。左边其实就真的非常的乡土剧，左边好乡土剧哦，左边就是很那个很乡土剧啦。然后半夜打给朋友大哭抱怨3个小时，只因为觉得自己很久没有男人追求。我觉得生而为人都会希望自己是可以被认同或者是被赏识啊，被追求什么的吧，有这种经验啊。因为不管有没有被追求，每个人都希望被认同、被喜欢的感觉，所以。右边是人之常情啊，只是就是女孩子会比较直接用塞奶用哭的方式，然后左边到底怎么了？左边怎么了？等一下，好 OK。接下来呢，偷偷去见前男友，事后叫好姐妹说谎，骗现任男友，自己只是，好烦哦。胡适啊，谢谢你加入我们文化部爸爸出手的台湾话猪组员哦。胡适啊，各位敬爱的面线们，各位姐妹们，好，要求男方送昂贵礼物，自己送对方平价袜子，来说这个。左边是嘉宾的 B， 右边是多么痛的礼物，安内吼。好，我觉得其实右手边很烦躁，但是左边很讨厌，就是这样子。左边就很讨厌，右手边很烦躁，谢谢。对，好溶乳弄成超空仓的假奶。这我真的觉得还好这个就是
就还好啊，怎么了吗？对啊，然后右手边跟男友吵架时找闺蜜讨拍，和好后直接出卖闺蜜，引发双方误会。啊？说不定前男友也是姐妹。哦，对 ，F 系记得填单哦，然后填单我才有，不是啊 ，F 是不是在香港吗？哦，香港的朋友啊，是免我寄这跟配嘞。好，没关系，我再探讨一下。我觉得假奶这个基本上就个人喜好而已。然后我们不是有探讨到说，这不就是跟男生穿鞋垫一样的道理吗？干嘛去干涉人家这个呢？好，人家说什么好，就是外表诈欺，什么身高诈欺好了，但我觉得比较起来，右手边这个比较讨厌啦，对，右手边其实我看不太懂哎。只可以告诉上一拉下，跟男友吵架时找闺蜜讨拍。好，反正我现在有点看不太懂，就是说好，我今天可能跟我男朋友吵架了哦，我去找谁吵哦？找水灵宝贝讨拍，水灵，你听我说，他好讨厌哦，他都这样对我，你就这样对吗？好，然后以方双方误会。好，反正水灵听我哭完之后呢，我干嘛去出卖水灵啊？我跟我男朋友和好之后，然后我要说水灵很坏，说你坏话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我都已经跟我男朋友和好了，我干嘛去讲水灵坏话？我现在有点黑人问号就是这样子吗？那比。他说真的，他这些题目有一些题目我真的看不太懂，就连那个选坏坏男生的那一天，我真的有些我也看不太懂。好，总之就是这样子，那就是很有事情啊，怎么回事？水玲那天还花了时间好好安慰我，搞不好他那天没吃饭，没有工作，就为了安慰我，这女的怎么回事？好 ，OK， 就是她了 ，OK， 什么东西看不太懂？好，然后认一堆干哥哥，关系暧昧不明这样子，好跟。某个女生说她男友大渣男烂人，建议分手找更好的哦。结果分手之后马上跟那个哇靠，奇怪嘞，为什么坏女生的选项总是有这种心机戏的，然后男生的选项总是都会在一些可能，我觉得这些选项好奇怪哦。这些选项其实就很，男生其实也会做这种事情，你们知道吗？那我当初在选坏男生的选项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女生会做出很多坏男生会做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观感很奇怪，就会觉得女生坏就是应该是要这样子，男生坏就是应该是要那样子。我觉得这个又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界定。好，总之不管这无关男女，右边就很烂，右边真的很烂。然后左边的话认一堆干哥哥，关系暧昧不明，那有很多男生也会认一堆干妹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个人自由，因为他还没结婚之前，没有法律认定之前，都是他的自由，就保护好自己，卫生安全做好，就这样就好了。所以右边很糟糕。好，接下来跟闺蜜说一定要试探，为什么是新梅姐？为什么是新梅姐？一定要试探男人底线。你不是怎么知道这男人上？这个很有事然后右手边是怎么了？右手边我今天就不小心大姨妈来了，然后怎么了吗？我大姨妈来，我还要被检讨哇靠！我大姨妈来，哇！今天如果身为男性就算了，今天身为女性，你他妈选这个选项，你真的不是女人，真的，你去当男人算了。对，拜托你去装一根在中间，拜托。右边怎么了吗？右边这样子是已经很辛苦了，然后生理期来又不舒服，然后经血外露，可能暂时又找不到裤子，你知道多尴尬吗？对，我觉得这毫无疑问，其实就左边可以选了。对，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试探男人的底线，我觉得其实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这种题目不需要就是出在女生的这种专属题啦，因为我觉得这些题目就是故意把女生弄得就是很心机，然后很怎么讲互相伤害，然后男生的题目都会故意把男生弄得很大拉拉，
不修边幅，然后有味道，然后巧鸟怎样？然后女生的题目就会故意弄得很心机，所以我觉得这两边的命题就对，只能说对，很非常的父权跟丑女，是不是？右边会把外套脱下来给他围啊？对，可能男生大部分比较简单，男生的你看对，恰恰好真实哦。对，右边真的就是个意外，好不好？这怎么比都是左边很有事情啊？我觉得试探不是不行啊，跟让人家觉得蛮不舒服的哦。我心梅姐不好意思，对 ，OK， 哦，看一下哦，穿高跟鞋爬山，一直瞧到自己很多男人追求，非常穿高跟鞋爬山，我真的是一流的哎。对，我穿高跟鞋做过很多事情。对，爬山算什么？我还深蹲过。你知道穿高跟鞋深蹲爬山多爽吗？就是说，因为平衡感，你必须要比一般常人 hold 住2倍的状况下，那个在训练那个肌群以及核心是双倍、2倍的训练，那个会让你的腹部线条更加的漂亮。不要小看高跟鞋爬山，不要小看高跟鞋深蹲。各位不管男性跟女性们都可以试看看，如果你做得到的话，绝对令人钦佩。对不起，我在讲干话。我只是想说的是，高跟鞋爬山怎么了吗？就高跟鞋爬山啊。好啦，因为高跟鞋爬山，有些女孩子她们很容易摔倒，很容易就觉得很焦落。然后就是今天都已经约好我要爬山，我们今天去健走好了。她说：“哦，今天去健走吗？我觉得今天很适合健走，我就穿这双鞋。”然后男生看到可能会觉得 What the fuck？ 我们今天是约爬山，你给我穿高跟鞋，对。但是有些女孩子就觉得说，我今天只是爬山，我也可以爬得很快，我也可以就是不用你们照顾，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有些女孩子，她们就是硬要穿漂亮，但是偏偏在这个场合，她又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话，就会造成别人困扰，所以才会衍生出这个选项出现。对，大概是这样。没试过高跟鞋踩人对吧？是不是？我们阿吹这时候马上出来补一句：高跟鞋不只可以训练你肌群，2倍的深蹲，好获得完美线条之外，你看谁不爽？或者可能山中常常会有奇怪的猕猴要跟你抢食，你高跟鞋直接夯下去，或直接从那个脚上踩下去，我跟你讲，简直双赢。搞不好对方是个抖 M， 他开心你也开心，好不好？不是你们不要引导我讲干话，等一下好像德罗伊拉下来是个狠猪。我觉得我的思维跟那个就是可能普遍的大众比较不太一样啦，所以我才开启了这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的那个坏2选1啦。好，我追一下聊天室哦，然后不然男女硬要去试底线，对，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彼此尊重，不要去试人家底线，很讨厌，真的讨厌。充满那个出题者的主观，对，不得不说，前天玩了坏男生，今天玩了坏女生，其实就是出题者他就是已经很明显的把女生就是分类为就是心机组，然后男生就分类为臭臭，然后巧鸟组。对，我是觉得这样是很奇怪的分类，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玩下去吧。OK， 对啦，这一题我觉得基本上高跟鞋爬山就注意安全啦，然后不要给它造成困扰啦。那或者说你是高跟鞋达人跟我一样喜欢用高跟鞋深蹲训练肌群是没有问题的啦。就是有些高跟鞋跳舞太厉害了，没有错。高跟鞋跳舞又是一门学问，你们知道吗？高跟鞋爬山这样，所以跳的男人女人，拿笔，对，都是很人，这是个女生的秘密训练，然后就是很认真，对，这里排队，座椅拉下来，汤姆先生，好了，一直强调很多男人追求非常有行情的花痴女，我跟你讲，很多男生也会这样子啊，很多男生也常常就是会在那边说，哦，那个妹子又贴上来了，好烦哦，要不要干死她？我跟你讲，虽然说很难听，但是很多男生会这样讲，尤其在跟兄弟嘴炮的时候，好不好？对不起，这一段就是不该讲的，但是我常听到很多兄弟们会在那边讲干话的时候会这样说，真的很难听齁。好啦，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自重，也尊重彼此齁，尊重对方齁。好，来，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么想被高跟鞋踩啦？我们阿吹提出了一个不得了的观点，然后大家马上非常认同这样子，对。好了，我们下一题。说女生约会迟到都是因为自己精心打扮，而男生迟到no， 不行，迟到我管你精心打扮还怎样？男生不是也是会精心打扮吗？这不是
这就是你自己时间不会控管的问题了哦。每天喝2杯星巴克，出门只坐计程车和男友在，定期医美保养，超会花男人钱的女朋友。花奈伊拉夏。我记得之前 B 圈有探讨到就是说男孩子希望的女孩子就是不要可能不要喝星巴克，不要美甲，不要叫 Uber 嘛，什么之类的。对，当然那个就是一个议题，一个探讨的一个话题而已啦。只是我时常觉得说，我今天有能力每天喝星巴克，我今天有能力出门坐计程车，或者是我男友就愿意过来载我，然后我已经每天喝星巴克咯，已经每天坐计程车咯，我还有办法定期医美保养，然后男友也愿意这样子呵护我的话，其实我觉得那就是他的本钱对，就今天或许他是能赚，然后又是一个很会讨男孩子欢心的女生，然后皆大欢喜，然后把自己打理得很漂亮，像朵花，然后男孩子也是愿意照顾她，甚至想要跟她结婚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人生没什么不好，因为人都不要太辛苦嘛。对，但是左边的部分，我觉得左边的部分我真的很讨厌，对，我很讨厌迟到啦。我本身是一个很讨厌迟到的人，所以我觉得不管你今天有什么理由，你都不应该去迟到，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对，不是说什么你今天女孩子迟到是为了精心打扮，为了选丝袜几单，为了什么电棒卷粗度调多粗多细，为了那个睫毛膏什么款式的，没有，那个都不是借口，你迟到就迟到了。对，右边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错，沙哥讲。然后说男生不会化妆，是不是？男生像女装大了很多，画起来真的骚起来真的没有女生的事情了，好不好？而且搞不好人家就是画起来又漂亮又好看，然后还准时到达，你怎么说？对不对？只是右边写花男人的钱，我也是超讨厌迟到，就对，是不是？好，秋天风一拉下来，好，总之左边先选起来了吼。本人跟照片长得完全不，本人跟照片长得完全不一样。现在不止女生男生也是这样子，好不好？对啊，然后不提醒自己的姐妹淘暴饮暴食又不打扮。还盲目安慰我说：“这个右边怎么了吗？左边又怎么了吗？”我觉得右边这个选项很有问题因为我就不是这一类的人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用外表去断定这个人的价值，所以今天我通常都是会把我自己管得很规律，例如说我今天就重训，我今天就运动，我今天就饮控，然后我爱漂亮，所以我可能就是固定会有一些什么，我每天不要说每天好了，我一个礼拜可能会敷脸3次啊什么之类的这些打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照顾我自己的责任。可是姐妹们要不要这样子弄不干我的事情啊，因为搞不好对她而言很麻烦，或者是她可能皮肤过敏，她没有办法像我一样可能就是随便什么牌的什么面霜或者是什么面膜都有办法敷在脸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方便的地方，干嘛去控制别人？所以右手边这个非常奇怪，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奇怪的观点，就很奇怪啊，就到底怎么了？所以我觉得右手边很奇怪而且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即使我的姐妹真的可能不是现在普罗大众喜欢的类型，例如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普罗大众喜欢的类型，我只会告诉她说好好照顾自己，然后即使单身也没关系。然后我是对我的姐妹太过宽容了是吗？我是对我姐妹太宽容了是不是？对，所以我觉得有些观点我觉得我真的不会去提醒哦。对，然后的确我有些姐妹她会去建议说一些比较外貌比较怎么讲好肉型的女生去说你要不要去打瘦瘦针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这句话一下去啊，你不就在嫌弃人家胖了吗？对啊，我就不喜欢，就是我今天可能姐妹的情感不要在外表上面做一个局限。对，所以右手边这件事情我反而不会去做对，所以对啊，两边选起来的话真的很难选，但是照片跟本人完全长得不一样的话，有些真的很夸张，我不得不说有些真的他妈超夸张。
好吧，我们就当做这个真的是很夸张，好不好？对，就是修的太夸张，好，就是那个照片诈欺，这样好不好？对，好 ，OK， 大家可能出现，就是讨厌生气声。对啊，因为我觉得奇怪了，就是我今天我跟这个姐妹交朋友，或者是我今天跟这个团队合作，我不是因为你的身材啊，对啊，所以就常常会出现说我自己把我自己饮控的很规律，但是我不会去要求说，你要跟我一样一起运动干嘛干嘛的，因为每个人时间分配跟可以接受的运动强度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是觉得每次有时候会听到，就是上次的那个什么。就是会嫌弃在路上就是用那个发卷的我的那个姐妹嘛，她就对自己很好的那位姐妹，你知道多过分吗？她有时候在路上看到那个运猪车哦，她会把运猪车的照片照下来给我那位胖胖姐妹，她说：“哎呦，你怎么在路上？”我觉得这个很有事就是今天搞不好呢我真的觉得还好，我那位胖胖姐妹她真的是挑到好老公，因为她老公长得帅，真的也疼她，而且也很顾家。对，所以我觉得说好，今天你把这个运猪车献给这位胖胖姐妹又怎么样？所以我有跟她点到这一句话，我觉得我说你会不会有点过分啊？然后她还不以为意对我真觉得到底怎么了？对，那还好就是我这位胖胖姐妹其实就嫁了一位好老公。那如果说好，今天她不是嫁好老公的话，是不是又要被人家检讨说，因为你就胖，所以没有人爱你？我真的觉得到底怎么回事？对，这个是我自己的观点，对，所以我才说我很想要开启这样子一个选择2选1，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选项这样子。对，然后双子左边双子有过，就是觉得那种蝴蝶自来吗？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吗？双子好可爱，我就胖，我就胖。对，就不凶，没关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很美的。提告是不是？对，就直接提告是这个很坏，但是因为大家都已经是好几年的好姐妹了，所以我那位胖胖姐妹她也就笑笑这样。就是有一次我在跟那位就是坏心眼生命斗士姐妹在聊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点她说，像我说有时候我看到你把那些什么猪猪的照片传给另外一位姐妹的时候，我说她都不会难过吗？哎呀，我说我看了其实蛮尴尬的，对，我就跟他点这件事情，然后他很像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很像真的不太好，可是我觉得生而为人，这个已经是人身攻击了吧？对啊，就是人家肉的，但人家嫁好老公啊，而且对姐妹们也都很好啊，怎么了吗？对啊，很奇怪对啊，所以我这个生命都是姐妹，她虽然说已经熬过了可能所谓癌症的部分，可是我现在会觉得说有些东西就他会做的太调皮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我还是要点他一下。我会点的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外表的东西。外表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见仁见智，就是大家喜欢就好。但是我可能会在于一些不尊重人的行为会点他。对，就原本是不是 Nabi 就不行啊？我爱你好，我爱你好 ，Zipper 爸爸。虽然说要看对方交情，但也代表这种当成对我说，你不能因为交情好，然后你今天就这样子 send 那些猪的照片。好，虽然说我也是猪，我是猪，没错。那今天万一我自己本人也是肉型的，那我是不是也要承受这个姐妹可能 po 了那个照片给她之后，然后又 po 来给我这样子，是这样子吗？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已经无关说今天对方是不是肉型的，你今天抛出去就代表你不尊重对方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很烦。好，对不起，我们探讨下一题来。把男生请吃饭或送自己回家当理所当然，毫不感谢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啦，就是人家今天掏钱出来，你就是要回礼一下，或者是好好的打一篇感谢文，这个是很重要的吼。不论到哪里都疯狂自拍，相不离一堆相同的表情就毫无意义的照片嘛。哎呦，对不起，这是我，谢谢。因为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时间很少，但是一旦我有出门的时间的话，我就是会把握时间疯狂自拍。对，我会这样子。对啊，我也知道说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但是我自己的确是会在我自己的时间的时候做这些事情。对，因为我时间很少。对，但是不懂感谢这件事情真的不行，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好不好？好，接下来，准备这不是理所当然，是右边双子是不会一直拍，但表情都差不多。其实我觉得人都会吧，男生也会啊，因为我喜欢我自己，然后我拍我自己，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对 ，OK， 那我觉得为什么是林依晨？
乱甩头发打到别人，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啦，有时候这不是故意的哦。然后为达目的，什么假传圣旨，例如明明自己希望 A 去倒水，就故意和 A 说是。为什么女生系的选项都真的很难懂我真的觉得我是生理男我真的很没有办法去兜这些圈子。你到底想传达什么？你就不能好好讲话吗？你到底想讲什么？我看不懂啊！就故意和 A 说是，我懂了。我就是对于这种东西转来转去，我真的很没办法。有必要这样子吗？我觉得这真的很无聊而且这个不是只有女生会做，你知道在职场上面有很多鬼故事，男生其实也常做这种事情啊，男生有些族群也很爱做这种事情哦。对啊，这也无关男女。然后头发甩到别人，我觉得不是故意的啦如果是长长的话直接拿剪刀把它剪掉，就这样子我怎么回事？对，我觉得你右手边你可以好好说话吗？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不然洗个澡上个厕所都要小心被瓶瓶罐罐都要小心瓶瓶罐罐好，他吧，谢谢你演绎了这样的状况，我真的觉得我脑筋真的非常的直男，我真没办法，听不懂啊，看不懂啊。明明没有月经却好请生理假，甚至这样说这本来就是女生的权益。哇，有这么凶的点一大桌菜，每个都只吃一口，然后说自己吃不下了，叫别人。我觉得右手边可商量啊。是不是唱摇滚可以疯狂甩头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呢？我问你们这样讲好了，因为我想一下。我自己一直以来，我的社畜人生就是画图，然后画图到一半，突然被我们的我们的西林拉过来做 VTuber 了，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自己照顾自己的一个工作形式，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养成很规律的一个生活风格吗？还是非常过于规律的边缘生活之类的都好，对，所以啊，生理假这种东西对我而言，我没有请过，因为也不知道去哪里请。但重点是我即使生理期，我该工作的时候，我还是得工作啦。所以，现在公司行号有所谓的生理假，我知道。但是，请问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证明吗？还是说那个真的就是女孩子，就是即使你没有，你也可以提出的一个权利，是这样子吗？因为每个人对疼痛的感觉不一样。但是如果说月经明如果没有来的话，却骗人请假，这件事情对公司行号而言是常遇到的吗？月经你如果是完美的话，你就会炸掉了。对，没错。然后两个比较一下，我左边上就觉得态度比较不太好。来看文字的话，右边你觉得选择障碍，老娘点是Sawako讲，我觉得这有分很多层面。如果今天是老娘真的有钱。好像屯妈好了，屯妈她就真的是那种老娘今天就想吃这个吃那个，吃这个吃那个，但是她有本事全部付掉。对，因为我妈她真的就是会浅尝，她会点很多让我们吃个饱，可是她很多东西都是浅尝，然后她就是老娘有钱我全部付掉。对，这样会让我想到我那个飒爽的屯妈，所以我觉得右手边好像又还好，但是右手边如果是点了一大堆的菜，然后又叫别人付钱的话，这个就直接头可以折断它，谢谢。不用附证明，但是1个月就是1天嘛，所以左边就是个人权益所以其实 OK， 所以即使没有来，但是我们还是有权益请了这个假，因为我跟你们说，生理期即使没有来，但是来之前的那个什么，你们知道有一种那个什么排卵痛吗？即使他没有来，但是有些女孩子是真的会剧烈的排卵痛那这个东西如果它可以归纳在生理假的话，我倒觉得那个是合理的甚至我有时候在还没有来之前的前1-2天，我也是会莫名其妙的就是肚胀，然后呕吐所以其实我觉得左边是行得通的话，就跟大家问了一下，好像也还好康当哥伊拉下来，人红伊拉下来，然后生理假并没有说不可以扣薪，所以公司来说你请我请的OK，生理假怎么这么挑点？
就留一留，然后贴在主管脸上这样子。生理痛那一天也不知道，真的，是不是？哦，那比也是嘛，吼。啊，怎么办？好难选哦。好，那我们就假装这个并不是屯妈型的，它就是一个就是只想吃自己想吃的，然后真的就是可能每一盘就只吃一口，然后就是说好，反正这顿算女的，然后你帮我吃完。我真好讨厌哦，对，这个就有足够讨厌他的理由了。好，就这样子，一直在帮很多选项找借口，这样。有公司要求什么？真的假的？水莲宝贝 ，Oh my god！ 那我今天跟我姐妹借卫生棉不就好了吗？这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卫生的事情呢。而且这个要建立于彼此的信任，对。所以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信任的话，还要带见血的卫生棉，哦，我只能说大家都很累啊。对，盛红以拉下，原本不参加某个聚会，但一发现有男生啊，怎么办？这不是屯妈吗？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常常会觉得在屯妈面前，我体现出很像一个直男，或者很像一个老人，然后或者我都认为他比我像大学生，是因为他有很多行为真的就是对，该怎么说？她是一个有能力的女性，但是她也很享受恋爱，很享受跟异性一起交流的活动，对，但是不是很乱来的那种，她就是喜欢跟异性一起交流或者是聊天之类的，对。可是你要说好或不好吗？其实我觉得男生女生其实都需要获得异性的认可啦，对。好，这个我先保留一下，等一下，总在女生朋友群中教别人怎么进。好，这个右边很烦，右边我一定会选他，右边超烦的，对，右边的这个我跟你们说，喜欢去教人家怎么做的人哦，其实是很没有自信的人，真的哦。你们去看很多的心理学或者是统计研究都好，喜欢教人家怎么做的这些族群，其实大部分反而是比较寂寞、比较没有安全感的族群。然后特别是亚洲的族群，我觉得台湾人特别喜欢教别人怎么做。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然后导致我们长大之后，可能今天你的兄弟或者是姐妹们只是诉苦，想要找人可能倾听一下，可是对方就会开始说教，就会开始说我教你，你应该怎么做啊？你就是那时候没有怎么样啊，怎样的，对。但是常常自己的事情却管不好。很多哦，其实亚洲很多这部分的状况产生。那我自己本身不是说教型的，然后朋友每次来找我，我就是一定倾听再倾听。然后如果他没有主动开口要求该怎么做的话，我总是还是会跟他讲说，你有你自己的做法。今天总之谢谢你告诉我，你把这个垃圾倒掉之后，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做法。这样子，我通常就只是会语带保留的跟他讲这些话，因为有时候对方只是要希望被认可而已，希望被倾听。可是这些族群就是没来由的喜欢，就是教人家该怎么做，我就觉得很奇怪，超级奇怪。就为什么一定要教人怎么做，你才能体现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这样子就很神奇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之前在日本跟就是在台湾一直觉得是两边都是很神奇的地方，对，因为如果是日本那边的思维的话，他们很少会去教别人怎么做，即使今天这个人已经当主管了，甚至大老板了，他就是倾听，他就是说，我了解你，他们就简单就只会讲这些话，对，因为教别人这件事情对他们而言，他们没有责任，他们也没有义务，甚至他们觉得说会造成别人困扰，人家都已经这么痛苦了，干嘛教？对，可是台湾人就超爱教别人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很神奇，对。那我的姐妹族群里面有1-2位说教型的，对，真的很爱说教。对，但是他们的个性就这样子，我都觉得说就是很可爱，他们就是爱说教，对，就很神奇。左边就人性本色，就地表说高人的公司没要求好 ，OK， 可以注意的点在右边的女生做不到自己说的话，就专注在教学，是，没有错。而且这些爱教别人的人，通常自己也没有办法把自己打理好的，也是大部分哦。很神奇哦，你们可以自己去观察一下，很多爱说教，然后喜欢老生常谈的这些族群，他自己本身或者自己的家庭经营也是有很多问题，真的哦，很有趣。好，我们接下来下一题。
好，因为和男友吵架，就拿男友放在浴室的。等一下，我靠！好，等一下，结婚前要求男人婚后不能让自己做家事、煮饭、工作赚钱、生小孩，工作所以结婚要干嘛？所以结婚要干嘛？我靠！这样子的要求，我只能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耶。因为如果今天如果即使女孩子提出这个要求，然后男生如果也接受的话，那就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啦。对只是在社会观感上面，人家会觉得说女孩子应该就是要相夫教子。对，但是重点是你这些事情都不做，那你要做什么？你在家要干嘛？你想当 VTuber， 你只能每天都在家，然后因为你就是。可是 VTuber 基本上，即使你一个月收入好1000好了，你也是在赚钱啊。所以右手边，即使我老公可以认同的话，所以你要干嘛？你到底要干嘛？没公主命就有公主命，喜欢被拉塞。左边的就是可能被气到了，像是说你们就这样欺负我，我要叫我的猪脚加巧克力，气死我之类的，对。你们再这样挤我，你们完蛋了！我今天要在那狮子头里面加珍珠。对，好像有点既视感。可是我觉得，左边这个感觉有一点卫生上面的疑虑，怎么办？天哪！我突然想要把会电人的牙刷，你是一个废人。愿意用马桶马桶水刷牙。对啊 ，VTuber 也是有赚钱啊。右边还可以给情绪价值。对耶，结了婚之后，虽然说这些可能苦差事都不想做嘛，因为女孩子说真的，嫁去人家家里也是有一些专题在探讨说，结婚对女孩子到底算什么的这个状况下，女孩子就是觉得说嫁过去很像没有了自己，所以提出这些要求之类的。可是你嫁过去这些事情，你总是有一个可以做的吧？你家事要分担呐，孩子，家事就要分担了。没关系，加吧，等一下加什么东西？对我演的好像哦，怎么就是曾经有发生过的事情一样，对不对？到底？好，我觉得你家事至少要分担孩子。我们前2天有探讨过了，男生不分担家事就是 get out， 对不起。然后你生而为女生，不管男生女生，你也分担一下家事啊。但是我觉得马桶很多细菌，可能男生会懦弱，会拉肚子，然后拉肚子的情况下，懦弱的情况下，然后传染给女生，我觉得就会变成一个很奇怪的循环。这样真的好吗？但算了，都已经选了。好。以超高分贝的音频尖叫，我不是常做这种事情吗？你们要欺负我，气死我了！所以说我这样被讨厌了是吗？你们讨厌这样子的我吗？你们讨厌这样子的我就不要来看了，气死我！这样子吗？你们讨厌这样的朱迪卡吗？这样子相较下来，右手边我就比较没有办法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其实男生的干话会比较多，女生的话我觉得是尽量不要讲啊。我自己在开台的语助词也尽量不要那么多了。也不要在狮子头里面加珍珠，对我加了，好吃。这不算尖叫，我不够高啊。对啊，我觉得右手边，我觉得。不是说你身为女生不要这样，我觉得就连男生也觉得很难听啊。对，有吃过面里面的加什么粉饺是什么？这个听听有点受损，是不是？13先生，谢谢。好，来接下来，30岁以上被加阿姨立刻生气，摆臭脸。这个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要接受被称为阿姨？我觉得这个是叫我们阿姨的人有事情。对，反而是就是为什么
受害者要被检讨，这个就在检讨受害者咯，这个观点就是在检讨受害者，这个很奇怪，非常讨厌。然后一直问男友这件事有胖了，男友就说没有，这很烦，对，这很烦，这个一定是这个了，对，这个到底要人家怎样？你右手边男友安慰你说没有，不管你怎样我都爱你。你是不是觉得我胖了，但是要说什么？即使我胖了你也爱我，那就是说我胖嘛？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你最近就是有一点肉也没关系啊，所以你就说我胖嘛，你还说我没有，你到底要我怎样？我这么爱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所以你到底要男人怎样？你到底要男家怎样？对，右手边这个很烦右手边这个就不行，连我自己都不行，我直接折断。粉饺说啊，那个好吃生蚝那个好吃对，像我自己我也觉得说我干嘛要去接受人家叫我姨，因为我不喜欢，你可以叫我姐姐，但是像燃烧神教这个嘛朱姨，我就觉得我不喜欢，为什么我要接受？然后我今天不接受了，我今天不接受了还要被人家说哎呦你开不起玩笑，what the fuck？ 对，那我今天可以骂回去啊，骂回去，然后说这个男生很难听的话，然后之后你也生气了嘛，然后你生气之后我就说哎呦你开不起玩笑，这不是一样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左边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被叫不喜欢的称号，为什么我要去接受？对，所以相较之下，右边这个真的很烦，右边真的是超烦的。我觉得刚刚那题不会难选啊。我喝个水哦，没有变胖了，本来就直接在健身房算了，是不是？好，你看得出来我今天哪里不一样吗？不断询我今天哪里不一样？谎报年龄或体重，谎报年龄或体重，我今天哪里不一样？那你哪里不一样嘛？你看不看得出来我哪里不一样嘛？跟谎报年龄的体重，而且为什么会有冰冰姐？跟我们的彩华姐，那怎么回事？谎报年龄或体重。右手边感觉就是有欺骗人的嫌疑哦，然后左边就很烦躁，左边就是烦躁。我们先把右手边选起来哦。等一下，上大号动辄半小时或1小时。我觉得有些人其实。我觉得这要多一点体谅，我觉得连男生都会啊，因为你知道现在的便秘族群还有痔疮族群其实很多吗？就是便秘族群跟痔疮族群这么多的状况下，有些人上大号真的很久只是如果在公司的话是没有办法体谅你这么久，毕竟有很多工作要忙。可是如果在家的话，我觉得可以稍微体谅一下。对啊。大号怎么了吗？就像我们选臭臭男生的那一天，说放屁怎么了吗？抠屁股怎么了吗？大家都有权利放屁跟抠屁股啊，对，所以动不动就和男生说你又不是女生怎么懂？这个很烦，这个就很像是男生在跟我们女生说你他妈又没当过兵，你怎么懂？是一样的道理耶。然后女生常常又会说啊，你又没有生理期，你不懂啦，那种感觉，或者你没有生过小孩，你懂个屁什么之类的，哇。这个族群对立又要出现了，对，所以我觉得这种话尽量少说这种话尽量不要说了。然后左边说真的已经是人之常情了，我觉得便秘做吧，对啊，便秘我觉得其实还好吧，而且现代人受便秘所困扰的人真的还蛮多，只是有些人不好意思说而已。对，好，接下来。好，抽烟女为了买名牌或哇靠，哇，抽烟我觉得就跟吃槟榔一样啦，个人自由，只是会担心说对方的健康。然后，但是抽烟，像我自己本身不喜欢二手烟，讨厌烟味，对啊。但是就是如果遇到有抽烟的，我身边很少有抽烟的朋友我身边基本上女孩子很像都没有在抽，男孩子有。我身边的朋友女孩子抽的好像没有，然后男孩子有在抽的就真的是1-2个而已。
对，其实我觉得就彼此保持一个礼貌啦，因为就不管男生女生啊，其实就抽烟，可能他们就会习惯就离得远远的，就这样子。即使我们还是闻得到，但是我们都已经知道说，他为了不让我们闻到，已经离很远了。即使风吹过来，我们还是闻得到，就是彼此保持尊重啊。可是我觉得为了买名牌 iPhone 去援交哦，这个就观感上可能不是那么好。对，真的是。安卓不好吗？安卓，我也这么觉得啊。安卓不好吗？抽烟我自己是不喜欢啊，但是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抽烟都不好啦。就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男生抽烟没什么，但女生抽烟就会被人家打一个狠狠的一个什么大忌之类的，很像女孩子就很像就不能做这些事情，这样就会觉得哇，女孩子真的蛮辛苦的。好来，但是抽烟真的不好齁，抽烟就是大家尽可能的还是用健康的这个不管是低台啊、讲干话啊，或者是运动健身啊，去排解自己的压力啦齁。好，接下来女生生日的时候要求男生必须准备昂贵礼物与大餐，男方的生日的这样子啊，哇，双标。很棒，为了暴露把胸部挤得，我觉得右手边怎么了吗？右手边就是每个人都希望看起来是很 OK， 看上去是很美的这个状况下，我觉得是对，至少他为了暴露而努力，对我觉得是要给予正面评价的。就是我们今天都已经很努力了，而且如果是天生天然的东西了，就不要再要求了。但反而是左边这个就是显得比较双标啦，就是你自己就是要求人家准备的很昂贵很好，可是对方生日又觉得随随便便。但是如果有些男生他们其实也不爱过生日的话，怕麻烦的话，我觉得这是可商讨。但是两边比起来，就会觉得说观感不太好，就是左边啊。这些题目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只能选一些观感不太好的东西，就这样子。好，接下来要求职场男女同工同酬，但在工作时遇到搬重物或出活，哇靠！我超会搬重物我的天哪！我真的重训完之后力气超大的我超会搬重物跟自己男友没话题聊，就把身边的朋友或家人娘喂，这个不太好呢。这个我觉得是道德的问题了。而且为什么你会跟自己男朋友没话题聊？对啊，不行，这该反省，孩子，这个是道德的问题了。讲干话像这样子吗？迪卡的会员是主讲75，主员150，专员300。对，我们就是这样子排解你个人各自的压力，对，或者是直接加入朱迪卡。各式各样的会员层级或者用健康的金流抖内，都是一个非常棒的抒压的效果对，我觉得左边顶多就是好啦，就是会强调女孩子天生体弱不想做出工，但是如果有人愿意 cover 一下的话，或许还说得过去。那右手边那个是道德问题对啊，但是我觉得你自己都跟男友没话题聊了，那你们还要在一起吗，孩子？你们还要在一起吗？要想一下。你就要成为坏坏女生了吗？我觉得我成为坏坏女生之前，我要努力过关斩将，把这些很神奇、非常非常奇怪的题目把它做一遍。我都觉得我要坏掉了。对，我今天坏了，坏得彻底。对，我现在已经坏了。对，仔，你是被当账号吗？对，我觉得没话题聊。我觉得孩子，你这样你们还要在一起吗？好，接下来，哇，公共场合把男友当狗骂，这个我没办法喜欢问男人跟好烦这不就延续了我们坏坏男生的话题了吗？为什么老是喜欢用这些题目去为难男生？
今天做的很顺利的这个你这个过关斩将就是已经剩下107题了，朱莉卡，没想到就是在卡在这边哦。好，我讲我的观点，因为我自己不是泼妇骂型的人，大家都知道。那我今天会觉得说，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甚至是我重要的另一半的伴侣，我都不曾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尊，并不是男生就特别爱面子哦，其实女生也会哦，长辈也是会，小孩更是这样子哦。其实很多亚洲的父母会在公共场合上面骂小孩，其实对小孩的，说真的，对小孩的自尊很伤。可是台湾的教育方式就很喜欢我是大人，你就要听我的。即使我在外面骂你，也是应该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讨厌的一个观点，甚至有很多台湾人会去同理化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生而为人，生而为生物，你今天好，即使你带一条狗、带一只猫出去，狗狗、猫猫当众被这样子怒骂，我跟你讲，他们也有自尊，他们也会觉得难过。狗狗、猫猫都会这样子，何况是我们生而为人。对，所以左边这个非常非常的不 OK。如果说今天在交往期间，女孩子这样对你泼妇骂街的话，你快放生，因为结婚之后会更惨啦。最好不要骂我们关上大门再骂，因为彼此一定就是会忍了很多积压，很多想要就是折断对方的一些有的没的情绪，对，一定会有，男生女生都一样。我们关上房门，要怎么打拳击，要怎么巴西柔术，我们再来探讨。我觉得左边稍微给点颜面，真的，右手边很烦，真的很烦。但是右手边其实大部分都是讨哄，只是他讨哄的方式比较讨人厌。对啊，其实两边都很讨人厌，两边真的都很讨厌。但是硬要我选的话，现在我们先把左边选起来。对，我大概是这样，水又烧开了，不会游泳会打110。我会跟我讲说，我会跟我另一半讲说，没差啦，反正我会游泳啊，而且我会跟他开始分析说，游泳对于核心的训练也是很好。那我们今天跟妈妈一起，有事没事就训练一下游泳，对于妈妈的那个肌力，会非常非常好的训练。为什么？因为像长辈有很多肌少症的问题，时不时可能就跌倒，时不时因为肌肉量太少，就可能没有办法好好保护自己的状况下，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掉进河里，我们一起来训练肌力，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有氧，我相信我们会组织更美好的家庭。然后他听上去，那男生爽的要死，搞不好那个隔天马上买个香奈儿回来给你，对不对？好爽这样，好烦哦！倒霉猫也拉塞，右边双子，永远会回我妈妈会叫我妈妈这样子吗？毕竟是对养育之恩啊。其实有看到公共场合就大声打骂小朋友，大家都在看。我觉得，对，如果以后你们要生，或者是你们生而为家长的部分啊，我知道很辛苦，我知道生而为家长他妈辛苦到就会觉得说，再也找不到比育儿更加困难的工作了，真的是真的。对，但是尽可能的在公共场合给予彼此颜面，小孩子更是，小孩子他们的自尊心，如果在前5年我跟你讲，前5年常常在外面遭受打骂的话。不要说外面啦，在家常常受虐，或者是常常给予不尊重的话，他就歪掉了。不要说前5年，前3年就歪了啦。对啊，前5年是他们品格建立的关键啊，所以尽可能把自尊把他们当成大人一般的对待，真的小朋友长大会比较健全。左边让你骂，会说对，潜水随便没错。所以交往一开始就把女友先送去游泳，没有错。我跟你讲，送去游泳之后，我们肌力提升了，我们的身体线条变得漂亮了，然后带着妈妈一起学游泳，让妈妈一起提升肌力，何乐而不为，皆大欢喜。跟你选择男子单打还是女子单打，我说混合双打，你要哪一个？对，我说我一起跳下去，我不要让你一个人孤单。对，我们一起训练游泳，知道不好？然后那个回这个问题呢，你是不会游泳吗？
对啊，就是游泳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啊，我超爱游泳。我妈小儿麻痹，你说好正常，你说呢？哦，那一定要好好照顾妈妈。对，双子你很棒。好，彩彩你早就歪了好吗？好来。谢谢各位兄弟们提出你们的观点。我觉得虽然说这些选项很奇怪，可是我觉得可以让各位就是炸出各位的观点，我真的觉得很棒。大家真的是成熟的熟男，你们真的很棒。谢谢各位熟男们，我们继续。整天疑神疑鬼，好，就是你了，好，很烦，对，就是你了，我选你。然后死不承认自己整形吗？没有关系，我觉得你就不承认吧，就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为什么今天我被质疑我整形了，我就要承认让你知道我整形了？我就不想让人家知道，不行吗？对，好像我今天偷吃了一块芋头，我可能淀粉不小心多摄取了5%好了，但是我不想被发现，我觉得好丢脸。我刚刚又偷吃了一块芋头，但是不想被发现，为什么要让你知道？对，我就不想让你知道，不是？这是我的隐私怎么了吗？难道今天你歪左边歪右边，你要跟我讲吗？不是。好啦，好，他也提出一个很棒的观点啦。整天疑神疑鬼，其实有时候是跟心理疾病也是有相关，没有错，真的。对，所以那我们如果把疑心病直接剖开来看，如果他单纯只是一个很多虑的女孩子的话，或者是男孩子的话，哇，不管是男生女生，真的都很累，对不对？对，但是我觉得死不承认自己整形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人家觉得那是他的隐私，他不想承认，我觉得那是他的自由，那就觉得说为什么非得要承认不可？对，我只会觉得说好，这是你的隐私，我不太会去过问啊，除非对方要跟我说。对，这边很多跨都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其实管你跨不跨，我觉得那是你隐私。对，我觉得其实像上次我看到双子，我觉得她好美。对，那其实管你有没有整。那今天如果你想跟我分享的话，我就谢谢你告诉我这么私密的事情。但是人家如果不想讲啊，你想问啊，我倒觉得问的那个人比较失礼啊，说真的。然后左边的部分，说真的，在长期生活压力之下，真的很累。就是好，如果我们真的要体谅他有生病的状况后，好，我们可以先去身心科一起诊疗。好，但是说真的，因为你可能有家庭了，加上可能父母又渐渐走向年迈了，然后小孩又出生了，有些开销其实真的反反复复会把自己搞得连自己都疑神疑鬼了。对，所以都很辛苦啦。对，所以我是觉得比起来的话，我会选择整天疑神疑鬼，真的比较辛苦。然后右边的话，其实我觉得整不整就是看个人啊。今天即使整了不想讲，也是个人自由啊。然后左边真的辛苦啦，男生女生都辛苦，真的。好，接下来和男生说只要跟自己分手就好啊，那你就跳下去吧。就说了嘛，这么喜欢以死相逼，每个就是从出生开始都给我去学游泳，超烦的。喜欢造谣生事，跟 A 说 B 的坏话，再回头怎么这么闲啊？这群女生。不是，我觉得命题者真的是很喜欢造成族群对立耶。这种东西不是只有女生会做啦，男生也会做，好不好？哎呦，救命啊！对，打拳击就被人打到鼻子了嘛，对不对？哎，认同问的人才有问题啊！怎么样 ？Pro beginner， いらっしゃい。Saber 爸爸说妈妈是左边还是右边？说 Saber 爸爸说你的妈妈是右边造谣型的吗？就有个写书间，对，他哇，我马上想到了写书，男生版的是写书，然后女生版的就是要玩高空弹跳是吗？左边啊，你就跳下去吧。又不然嘞。喜欢造谣生事，我又看不懂这种东西我真的很不会转这种东西，什么 A 什么 B 又干嘛干嘛，又 A 又 B 在嘛 ，A B 优酪乳好喝啦，去喝啦。跟 A 说 B 的坏话，再回头跟 B 说
来你这么小心机的事情，你做一做，难怪常常被塞芋头。等一下，我不知道怎么选啊，什么啊？兄弟们，这一题我不知道怎么剖析耶。左边你要跳你就跳下去吧。然后右边很讨厌的，右边对，就两边其实都很讨厌啦。但是，对啊，因为我是想说以解决方法来讲的话，右边就真的很烦。右边就是他会一直造谣生事，然后问他一定会讲没有嘛。然后左边你请便，左边加油，对，加油，搞不好你跳下去你就突然会蛙式或自由式了吼。或者是你突然就是灵光乍现，想要去成为一个奥运国手也说不定。好，加油，好。好烦哦。对不起，我刚停止运转了。右边有点人品问题，但是左边其实强迫我选左边，是不是啊？不好意思，我刚已经选下去了。我刚只是觉得以解决方法来讲，我觉得左边你就跳吧。我两边都很讨厌了。来，接下来跟男人说，你只要。好烦哦！为什么女生的题目都是这种很小家子气的东西啊？你倒了一只水壶哦，在烧啦！我在烧啦，等下它就滚了，等我一下，等下它会滚，等下我卡住的时候它就会滚了哈。因为门市店员不断说好听话，就冲动。啊，对不起啊，右手边是臀吗？啊，完蛋了！因为我妈她是一个衣服永远都少一件的可爱妈咪，所以我不觉得那有什么，因为她有她的能力可以买这些衣服啦，对，所以我觉得比较下来的话，左边就超情热啊。我觉得右边其实男生也会啊，男生其实就是有时候买个东西，然后就是觉得就不小心冲动下手了，男生其实也会啊，都会啦。其实生而为人都会啊。然后左边是怎么了？而且讲到左边，就是我记得我最小的时候有被情勒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国小哦，那个时候不知道1、2年级吧，有一个女生。他就真的是用这个方式情了我，但是我真的太单纯了。他跟我讲什么你知道？猪猪，你要是不给我香香豆，我就不跟你做朋友。就这句话，可能我们大人听下来就觉得花了发，不要理他，折断他的头，不要做朋友，不需要，这个朋友不需要之类的。但是我那天好紧张，我就回去跟我妈妈讲说，怎么办？我们家有香香豆吗？我妈说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要香香豆？那个谁说我不给他香香豆的话，他就不跟我好。然后我妈听了震怒，就不要跟他好了，什么鬼？我才知道说哇，原来这个方式的朋友也可以不需要了，对，所以之后我也就没再找他玩了，就这样子。对啊，被推销之人，这个没办法，就是很像大家都有过类似经验。来，我已经同意翻看男友说，哎呀，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子？比如说自己突然想到一个声音叫自己看，哈。我觉得这个残酷2选1已经不是要我选择，这一题其实很好选，你知道吗？因为右手边就很简单，我在药妆店试用化妆品怎么了吗？我今天在买之前我就不能知道它给我的质感如何吧，它的香味如何，它的颜色如何，这个要试过吧？对，试用化妆品怎么了吗？所以这个很好选，这个就是左边就很有问题，但是左边最有问题的是我读不懂它的中文，我中文很不好是吗？我觉得我的中文已经这怎么了？我的中文已经差到我没有办法读好繁体中文什么东西啊？
我真的觉得女生的题目比男生还要难很多就是他有时候在那个文字上面会让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表达什么我觉得我的阅读能力是怎么了？我阅读能力坏掉了吗？你跟我芋头就不跟你好吗？那你早就不跟我好了，不是吗？彩彩，就跟他切八段。对，这是刚刚那句话对小孩子来讲真的很有礼貌，说的让我爱过你，田先生。等一下，左边，等一下。好，Alan， 你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对，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叫我跟你分手，这样子。对啊，右手边我觉得那个是生而为消费者很正常的事情吧。坏坏女猪猪也是啊，唱歌唱到一半之类的。对，我就坏，我就现在生而为猪，我就是因为不够坏，然后所以之前才会遇到很情的另一半，不是吗？我就是要坏一点。对，哦，我知道了，我今天开启了这个讨人厌的行为2选1，就是为了要变坏，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坏不起来。对啊，因为右手边就是试用而已嘛，就这样子啊。你怎么报的？再走开！左边应该是只能有个声音告诉我，获得第六感告诉我，跟我说我要看哦，这样子我不就懂了吗？如果他可以打出如同3哥那样子的一个文章，我应该就懂了。我说有一个声音叫我去看你手机啦，好，这样我就读懂了。对，但是还是很不行。对，有一个声音叫我把你的头折断。等一下，要去屈臣氏对啊，屈臣氏其实我看有很多消费者都会去那边试用啊，我自己也会啊，那很正常不是吗？但是如果右边你是从溯源到化妆的话，我倒觉得那个就有点夸张了，那个就其实不太好。对，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但是我觉得好像以观感来看的话，是左边很有事情嘛。对，我的天哪！吵架的时候把分手挂嘴边，如果男生回嘴那就分啊。左边好烦哦。你是不是不爱我了？那算了，我们分手算了。好啊，那就分啊。你说分就分，你是不爱我了，你果然不爱我了之类的，这样，好烦哦。月经来的时候身上酸，我们月经来了，我们月经来肚子都已经很痛了，你们知道有时候月经来不止肚子痛的问题吗？它有一种疼痛是剥落的疼痛感。可能女孩子才了解那个剥落的疼痛感，就是子宫的内膜在剥落的那些疼痛感，那个也是很扎实的会感受到，可是又很难去跟男生形容的那个子宫内膜剥落的疼痛感。我自己在量特别多的第2天的那个剥落感就会特别的严重，它那个不是肚子疼痛的部分，它那个是就是你子宫靠近阴道的部分非常的剥落，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我们剥落，我们真的有些女孩子的体味可能真的会真的散发出真的就是铁的味道嘛，毕竟铁质。对，然后因为可能夏天用卫生棉又会比较闷热，可能真的不小心跑出了一些味道，这样子也要被嫌弃吗？对，雪玲，所以就是不是我们常常会拿那个生理期当借口啦，是因为有些复合式的那些疼痛跟倦怠感，还有虽然说我现在不会痛，因为我1年4季喝温水，然后又作息超级正常，其实我生理期来不会痛，然后就会很累，可是我的注意力是完全被抽空的。对啊，那些东西也不能拿来当可能你可能做错事情，或者是说你迟到啊干嘛的借口，尽量都不要啦。对，所以我觉得右手边很无辜。这个如果右手边变选了，我觉得如果对方是男生的话，真的可以放生了。如果是女生的话，我只能说这个女孩子，我就祝福你遇到会嫌弃你生理期味道的男生。好，接下来我们下一题。没想到我生气就要体谅照顾女性吗？谢谢大家都三观正，谢谢你各位。过度情绪化，每天都讨论自己的情绪，不停好，这个长久相处下来真的很累。
やめてください。哦，这个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哦，情绪的部分不是说对方不听，或者是说不是说对方不在意你，而是很多很多的情绪的部分，要先学着自己处理，才有办法好好的经营感情。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哦，就是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可能交往了另外一半，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啦。没有，今天可能你把这些比较激烈的情绪倒在人家身上，就是应该的。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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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好不好？你倒个1-2次还没关系，常常这样子倾倒很累，人家很快就想跟你拜拜了，真的。即使你长得再漂亮，奶再大，好不好？然后跟男生暧昧时，在胸部塞一堆胸垫、水饺垫，假装是大胸女。我是不知道男生观点怎么样啦，我只是觉得。那也是因为女孩子想要讨好男生，因为他在意你才想讨好你。当然用讨好的方式不好，可能会觉得很假。但是今天如果他都懒得做这件事情了，代表他也不想重视你，不在意这个关系了啦，真的。左边的完完全全，其实说真的，就是已经是你长久，人家工作都很累了吼，然后社畜什么的，上班可能要跑客户干嘛的，然后晚上回来还要处理你情绪。那可能他们还会宁愿看假奶，你们知道吗？我是这样子去分析的啦，对。大爷沙拉狗讲好，快点睡觉觉，谢谢沙拉狗讲今天特别过来，然后睡觉觉，晚上加油加油。左边情况又是高几率有，等一下我看一下，有生病了。真的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有一些情绪自己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消化的部分，可能先试着一起去求助就医也是可以。对，我之前其实也是有跟我前任到处去玄学医学都跑过了啦，至少我们要努力这一块。对，真的是医学搞不定才去搞玄学，玄学听了一些东西才发现那个真的很玄。对我是觉得都可以这些东西如果就是不管男生女生常常会出现这些很负面的情绪没有办法消除的话，我觉得建议两个人都可以算是一起去寻找可能身心科啦，像身心科的管道很多就自己去觉得很寂寞的话，另外一半其实可以做陪同的然后想要大胸搂一搂，汤包哥也是大胸派的吗？就让男生穿增高鞋之类的，因为他就是希望说被认可，希望就是被对方喜欢。那这种心情的话，我觉得是不能被磨灭的。对，结果那个男生不喜欢大胸，没有错，他只喜欢自然的美。左边的前女友就这样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说可能会消耗掉一些耐心，但是那个耐心可以靠着就是未来一起努力，然后再去培养回来啦。对，左边男生也会其实男生女生都会的，现阶段其实是这样子，因为现阶段大家压力都很大。好，我们倒数100题。不刮腋毛我跟你讲，有些男生喜欢腋毛真的有些男生的性癖是喜欢腋毛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不刮腋毛怎么了吗？还好吧。对，所以还是说你们觉得女生就应该干干净净的，不应该有任何的毛，是这样子吗？其实负面情绪有时候是环境引起的，但是还是找心理医生比较好。如果常常有负面情绪的话，其实最好还是去稍微求医一下，也是很好。对，然后开不完的择偶条件，或者是自己月薪3万左右，为什么是中天新闻？为什么中天新闻可以不要报这些就是会引起那个族群对立的这些新闻吗？自然美，昨天看到天翠有人晕船下船是到庙公，你被跟了可以啊，我觉得玄学的部分也可以去试看看啦。右边其实就癖好的问题啦，因为我是之前有问过一些姐妹们，然后我们就是会聊一些比较私密的一些话题的时候，然后有1-2个姐妹说她老公真的很喜欢腋毛的味道，我就说哇靠，好害羞就他们都会跟我讲这些就是很害羞的一些，例如还故意就是有一些他们的伴侣都会去闻我姐妹不止腋毛就是有毛的地方都会去闻一下这就是他们的情趣啦。对，单身无敌，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学姐在我们选坏男生的那一天出现了，她的结论是单身无敌，然后朱蒂卡快点来鹿儿岛，不然我要离婚了这样子我觉得学姐好可爱对，
好，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单身族群很向往，可能有伴侣或者是婚姻之类的啦。对，可是我觉得其实那没对错，好好经营就好。对，右边可以选择刮掉，或者是再长出来，问题不大啊。如果真的天都是负面情绪大悲咒，第二都在超度它。然后左边简单来讲，这个就造成族群对立的一个选项啦。再怎么想，那绝对就是选左边，因为它很容易就是引起男性不满。对，要求男友月薪10万以上，就跟大家探讨过了哈。我有很多姐妹的男生，甚至是组内的没在赚钱，他们也是非常的幸福美满，生了2-3个孩子哦。原因不是因为赚多赚少，而是因为大家愿意互相分摊，愿意互相同理。对，好不好？真的是，遇见命，谢谢伊拉塞，欢迎来跟我们一起选择坏坏女生。我觉得我选不下去了，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好，总是超过3天不洗头发，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我跟你讲，有时候好。我在赶稿社畜时期什么？我在赶稿社畜时期的时候，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太忙了。赶稿社畜时期是比现在还要再更加没时间的一个工作形态哦。我真的连洗头时间都没有。我之前赶稿社畜的那个时期，那800年真的是没办法。然后右手边超土的过时穿着，热裤配黑袜啊，所以又怎么了吗？这不就是跟前天的那个坏坏男生的其中一个选项说什么这个男生没有穿的跟 K-pop 的那个什么韩星一样潮，我就不要他，是怎么了？为什么要 K-pop？ 我们台湾版的加9就不好吗？加9不行吗？怎么吗？搞不好很多加9是富二代，你知道吗？真的，台湾蛮多加9是富二代才有办法当加9，知道吗？彩彩，你走开，我把你 ban 掉，你就是那种臭男生，你知道吗？怎么办啊？怎么办？我觉得这2个都没有什么我觉得这2个都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啦，因为我自己现在已经习惯每天洗头了。但如果说你真的3天没洗头，会有一些卫生或者味道的问题产生。然后我觉得右手边那个是个人穿搭问题，尊重一下好吗？硬要选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2边都没什么。但是硬要选的话，好，那个味道还有卫生问题，可能先重视一下。对，但是我真的觉得真的还好。然后黑丝不错啊，对不对？讲话不停穿插自己在韩剧。这个先选起来，到底在讲什么？我看不懂啊！我觉得我又不会阅读了。拉拢班上或职场上的某个女生加入自己的朋友圈，自认哈？等一下。就是又是想一个想要教别人怎么做的一个好啦，我觉得像我们自己，因为 ACG 圈 B 圈很喜欢日系文化，所以对，没错。所以对，就跟水灵宝贝讲的一样，就像我可能有时候会跟你们讲说 KY 嘛，或者是就是 cos 之类的，就是可能真的就是不经意的讲出来的这种感觉。对，只是因为我今天不会主动去涉猎韩国这个文化，对，但是我觉得同理而言，左边这个其实就类似我们今天可能会用同阶，可能会用毕业，可能会用什么重大告知，这些都是日文那边的汉字传过来的东西，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右手边呢，这个真的很烦。右手边直接把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审美观压在其他的朋友身上，那个不叫姐妹，这个就是个绿茶，就这样子。对，男生我的天哪！还有
学影视剧把什么不搭理你的漂亮女同学什么手机现在，我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少追那些剧了啦。哦，我真的有时候看了就头很痛。哦，来，接下来讲话讲叠字，请问各位面线线哥哥们，你们吃饭了吗？猪猪今天吃的好饱饱哦。我今天吃了什么呢？我今天早上吃了烧饼饼，还有咸豆浆浆浆，还有浆浆浆。你知道什么是浆浆浆吗？它跟当当当是一样的东西哦。如果你知道当当当的话，你现在的年纪应该也不小小咯。啾咪啾咪。对不起，刚被盗账号。来，我们接下来右手边，不停抱怨生活的所有事情。好，对，好，谢谢。你才恶心，你全家都恶心，臭仔仔，冷静主播，对我很熟练。好啦，Only you。啊！我这样子知道，我觉得我好热啊！好啦，不停抱怨生活的所有事情，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大忌。对，我自己其实很讨厌抱怨，很讨厌生气，因为生气不能解决事情，然后抱怨也不能解决事情，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自己在生活之中觉得最没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是有事情就是做，解决就对了。你抱怨或者是生气，就也不是不行啊，但是常常这样子的话，也会很消磨自己，跟消磨自己的家庭。不该过来的，我也觉得我今天不该开启的。爸爸想，好难选啊！分手后默不吭声，只是用为什么分手后你还有办法用人家信用卡门号扣款？为什么男生不能解约之类的吗？我不太懂像我自己在刷信用卡的话，他今天即使好，我今天很疼爱我的另外一半，我帮他设定的自动扣款好了，然后我可以解掉啊，我可以，因为信用卡是我的，我可以解掉啊。然后 Uber 外送我也可以解掉吧？对啊，到底要怎么持续用男友信用卡？因为即使这张卡真的不小心跑到女生那边去好了，但是一旦刷卡的这个状况下，不是都要透过什么手机简讯认证或者是指纹认证吗？我就觉得，这要怎么做到的？好厉害哦！怎么做到？我教一下。我先试一下 ，OK， 稍后拜拜。然后在网络上发自己自残的照片。原来要跑银行是不是？如果女方的手机 APP 是保他就无法，对不对？如果 APP 里面那么没办法，原来是这样子。波好友，我有看到你有没有被吃留言？应该没有吧？我只是就是在伤脑筋。卡号背起来就可以了吗？我的天哪！我就是跟你讲，我就是不够坏的那一个，完全不晓得这到底怎么做，还真的做得到在网络发自己自残的照片，可以不要这样吗？这两个都很烦如果费用不高的话，手机不会。右边看起来很像在把脉，我也这么觉得右边他其实根本就不是在自残啊。那怎么讲？感觉他是想为了自己的身心着想，开始去中医那边寻求一些身心科的诊断，因为有些身心科会跑中医，用那个中医中药去做一个食疗诊断，这样学姐，我真的好想念这个学姐哦，可以过来帮我选吗？申请磁卡停止支付更换新卡之后，还要解释一堆，我天哪，真的麻烦
左边是不是有后续没写上？是他们有藕断丝连。左边的很烦躁，右边的就很烫，我到底要怎么选？然后重点是我玩完这一轮，我发现我根本不够坏。为什么这些女生用的这些什么撒小手段，我根本就不晓得该怎么弄，甚至我看不懂他们在干嘛。我真的是生理男吧？我天哪，你们真的是我兄弟耶，兄弟们，到底要选哪一个啦？好烦哦！这卖相是将军令，左边起来蛮正的啦，对。如果今天一个这么正的女生花你们的钱，你们会觉得 OK 吗？还是觉得不行？就对，也是一样不行这样。左边的，我觉得两边很像都可以告吼。我觉得左边很难处理，右边的话呢，你就发吧，搞不好我跟你也没关系啊，只是你这个行为很讨人厌，但左边这个就是很难处理，你知道吗？好烦哦！爱说闺蜜坏话却装我好，这就是人家可能常讲的什么圣母婊之类的嘛。过度浓郁的香水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每个人对香水的浓郁度真的是观感的问题。这就跟你就是说可能在外面就不小心瞧了一下鸟，然后人家就觉得喜不喜欢不是这个，好烂哦。这就是人家喜不喜欢这个味道跟觉得浓不浓郁而已啊。我觉得右手边还好吧，右手边可能是因为有比较有伤害，因为左边就比较讨人厌，右手边就还好啦，对啊，对啊。右边给我的感觉是在把脉，就是他们珠子身影，右边左边可以告死。然后因为其实我想一下，就是刚刚有聊到说我那位很喜欢做人身攻击的那位生命都是姐妹，她在比较前期会传一些运送猪只的照片给我那位胖胖姐妹之后，然后我有点她这一点之后，她就比较少去做这件事情了。然后不得不说我这位肉肉姐妹她真的嫁了一个很不错的老公，而且也很算是很怎么讲，很顾家，然后也很疼女儿。然后他们家基本上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些建案啊，然后需要去可能泰国嘛，或者印尼那边，就是找一些移工回来。我们台湾这边反正就是当员工之类的。然后这些移工他们不得不说真的就都乖乖的，就是为了要养家赚钱，他们就很愿意过来我们台湾赚钱。对，那可能就好啦，也是类似我们之前台湾有一些年轻族群为了赚钱存钱，要到其他国外去做一些比较辛苦的一些工作。那这些移工其实现在也是来台湾努力想赚钱，然后移工身上真的会有特殊的一个香水味，对，但是对他们而言，那个就是他们很普遍的一个味道。可是对于有些台湾族群的人而言，会觉得说那个，就有一些人会觉得说那个就是一个很低阶的味道。我那时候听到会觉得蛮难过的，对，找义工，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当我知道说就是这位肉肉姐妹她们就是在工厂，然后就是引进了还蛮多移工的时候，我就很有兴趣说那他们吃饭怎么办？因为他们移工很可爱他们过去选的大部分都是过来做工的移工嘛，但他们很自得其乐，而且他们还特别为这些移工选了1-2位厨师过来，对，因为他们担心说就是台湾的菜吃不习惯，然后真的选了1-2位厨师过来我就可能绑了真的是2-3年，特别来这边就为了他们的家乡菜，把厨师选过来给他们每天都有得吃，我觉得很赞然后我就问说其实我很有兴趣他们会做什么东西然后真的就是把他们那个当地的一些调味料都带回来带过来我们台湾，然后做一些料理之类的，对，然后我有看他们在宿舍的那个铁盘的那些菜看起来真的很好吃。然后最好笑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就是他们这些移工很可爱，因为毕竟生活环境不一样，台湾对他们而言是相对比较干净的国家，所以他们会去到处找老鼠，
回来料理，你们知道吗？在台湾的老鼠可能对我们而言是很有传染病的生物，然后尽可能的就是不要去接触，但是他们真的会特别去水沟找老鼠，然后他们找到就会非常欣喜狂欢，回来给厨师料理，太屌了，你知道吗？真的很神奇耶！对，我只是刚好看到这个香水，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可能就比较个人观感的东西，对，所以我就好啦，我找义工啦，薄荷。好，你们都好好珍惜你们义工，好不好？对对，我们这义工可能年纪大了，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那么硬朗，我们好好关怀一下长辈，就很可爱啊。对，好，大概这样了。突然想到这个。哎，说闺蜜会要去抓好了，我觉得这不管男生女生都会有，好讨厌，坏。我现在就要这些选项我都要学起来，我就变坏了，对，变坏来治你们这样，然后骗别人自己，为什么？哦，我真的阅读起来眼睛好痛哦，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正常的选项，骗别人自己是处女，但实际上不是。出去吃饭等他说哦好，我跟你讲，我不知道男生怎么看，但是我其实因为很喜欢料理，然后我很喜欢把我自己的料理拍成就是好看的照片，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我常会发一些可能高阶会员料理的照片。然后，但是如果今天是大家群聚，对，我觉得群聚，如果是大家一起出门吃饭的话，我会尽量减少拍照啊，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不太喜欢，就是食物你上了就快点吃就最好吃。我自己其实也是这一派的，但是我自己的高阶会员料理，我一定会拍好拍满，然后可能再做试吃这样子，对，啊，右手边蛮烦躁的吼，对。但是骗别人自己是真的是处女，但实际上不是。我觉得，我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要？我觉得左边很奇怪哎，我觉得左边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社会标签，就是因为有些社会族群就会觉得说处女对女孩子很重要，所以才会出现这样子一个很莫名其妙的选项。我觉得我会想到另外一个族群因为我有一些姐妹是被侵犯过的，其中包含有一位在山口县的日本姐妹。她就是当下被侵犯了，她不知道啊，谁知道就是那一根进去就直接戳破了，她也不晓得对方在干嘛，懂吗？所以，而且我讲的好入骨哦。所以，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她根本就不想去回想，甚至不敢去承认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可怜对啊，那顶多就是可能他想觉得说自己是处女之身这件事情，希望让人家觉得说他很洁白，他很纯净。对，只是但我觉得现在出来的这个选项就是很奇怪，它是一个很奇怪的选项。对，诚实就好嘛，对不对？我觉得我们兄弟们真的都很棒。对，左边这样讲，遇见你这个发言非常的父权我的天哪！如果是以前的时代就算了，现在やめてくださいよ。现在不是对啊，所以我觉得两边选起来，我觉得左边是一个很奇怪的选项。来，我们右边很烦躁。来，聊天时拿自己男友在这个不用选了吧？左边这个超讨厌的啊！左边这个就跟男生有没有，就是跟兄弟讨论说，骚不骚干超骚什么之类的一样，好不好？很讨厌，我觉得很没品然后口红的部分，我跟你讲，有些唇膏它真的是会
标题诈欺，有些唇膏标榜不掉色，但是好死不死，你那天就以为说真的不掉色，你完美了，但好死不死就是印上去了，那个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右边其实真的也没办法。如果在别人家做客，快点擦干净就好，或洗干净，就是没什么。但左边这个到底怎么了？左边其实很难，说那种这样的，是不是一定要左边翘？你好吗？等一下，等一下，我真的觉得，哇靠，不愧是干话之王，外国网站跟我们上去拍卖处女了，然后右边是要留在别人的衬衫上面吗？有些可能是品质的问题。哦，天哪！但我觉得左边其实那个就是道德感的问题了。然后来，接下来，明明不开心，却一直说自己没事。哦，这个怎么了吗？右手边这个我常常做，右手边，因为我就是一个重度喜欢健身的族群，所以右手边这个我选不下去。但是右手边这个，你们会很 care 是吗？我觉得。我都觉得还好因为健身什么的，这个就跟我们前天有选到男生穿那个什么自行车的那个紧裤什么之类的吧，之类的。我觉得右手边这个真的还好吧，左边真的很烦。对，我觉得左边一两次还好，一两次可能他真的不想你烦恼，然后自己吞下这个情绪。但是我一个礼拜给你3次4次，你真的就不想理他了，真的是这样子，超烦。哦，我们还有91题啊！完蛋了，我很担心我会中离。吵架就发文讨拍，半夜敷。我右手边我常做这种事情，怎么了吗？我就敷面膜，我去晾个衣服，我很忙。去洗衣服、晾衣服、洗碗干嘛的不行吗？倒垃圾不行吗？我真的没时间了，是怎么了？我觉得我连保养都没时间了，是不能就是留个保养的时间给我吗？对，我觉得右边还好吧，右边也是为了就是把自己保养的好看，为了就是自己就是对自己看起来舒服，另外一半也舒服，不是吗？等一下。今天来是为什么？女生没事，我真的没事，医生我真的没事。所以你没事来这边吗？医生我真的没事，不要再问了。好，下一位。好烦哦！作为那个加问右边厢的男生是不是？男生也会敷啊？你动的深蹲是不是？我在澡堂。我跟你讲，敷面膜真的没什么了，我都直接敷面膜深蹲，我也做得到，好不好？是不是？自己在家敷还好吧？右边 OK 啊，来，左边我真的觉得不需要这样，因为这个也是我真的觉得很幼稚的一点啦，不需要。就家务事不要常常 po 网，真的不需要。明明在家抠脚，却跟自己为什么是在家抠脚？你可以，你的命题可以是在家没事，就是明明有空，但是为什么硬要把在家抠脚一个这么就是奇怪的一个行为写上去呢？久久いらっしゃい。对，我的敷面膜开太好，我为了把自己保养的漂亮，到底怎么了？不行吗？然后遇到问题只会一直哭，而不是去解决。你写了考，就真的在哭嘛？我觉得，好啦，我觉得其实左边就是比较心机啊，就是我觉得说真的，你设那些关卡又怎么了？
我跟你们讲啦，以后啊，结婚生子更多关卡，那是你射不到的关卡，因为根本就还没小孩之前根本不是关卡，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前面这个太多心思了。然后右手边这个是一直哭，但感觉就是没什么心机，然后没有解决事情的能力之类的，就一个很心机，一个很懦弱，怎么办？怎么选？右边其实基本上就是你可能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去，好，你哭完如果去解决事情就算了，你也不去解决事情。左手边的女孩子可能还稍微有一点自己的能力哦，所以才想说设一些所谓她自己的一些条件啦，然后再进行筛选之类的齁。所以观感来讲的话，你各位都希望女孩子自己有办法去解决事情，不要哭是吗？在家敷面膜就好，不要出去吓人啊。但是我会在澡堂深蹲跟敷面膜，这个算吗？好啦，一直哭哭要解决事情哦。哭哭没关系，要解决事情呢。然后双重标准看待性别笑话。对对对对，其实蛮多女生会做这种双标的一个，的确是。然后过不完的纪念日，哇靠，这连我自己都觉得很累，你知道吗？剪刘海20天要纪念日，花了发男团出道干我屁事？为什么又是韩团？为什么韩团出道我也要纪念日？可以不要吗？这个很烦这个超烦，我突然觉得这个对王心凌很像不太公平，但好死不死这个照片用到王心凌。要不要再加一个挖出大鼻屎20天纪念日？母子谢谢送出一个回去。两边都很烦躁。今天是我们大便可以不关门的第322天纪念日，好开心哦！因为连自己都会记。是琥珀所以如果说在意纪念日的人会去记。琥珀，那如果说今天你跟男生或者是跟女生交往，你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对方有办法去忍受的话是没关系，但是如果对方真的没办法忍受的话，哇，那真的可能对对方而言是一个灾难之类的，怎么办？好难选哦。我今天也要听到那个山猪种献旗的声音，就是这么大拜拜了。我跟你讲，今天龙抬头，龙抬什么？今天是咱那土地公伯 steady。今天是我们土地公爷生辰，好不好？我们可以跟土地公爷祝寿一下。在那之前，我可能会有好多壶开水要必须烧开它。像我今天，目前打大姨妈又在烧开水了，我觉得纪念日没关系，可是不要过不完。然后双标去看带笑话也不好，两边都不好。但是我先把我自己现在以我自己的生活去进行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先选起来，因为我现在真的没有心力去过这么多纪念日。对，但是如果还年轻没有关系或者是自己属于自己的纪念日自己解决就好，没关系。对，然后过年时因为嫌麻烦而拒绝去夫家，要求男方陪。这个不行欸。这个如果你嫌麻烦拒绝去夫家没有关系，因为有些不管婆婆好不好，不管你们的小姑大姑好不好，说真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想不完欸。你不想回去夫家没关系啊，我觉得大家体谅一下。可是你不想回去，你就不要要求男生也是
怎么回事？你不想回去，那男生也有，对啊，你们就都不要回去不就好了吗？好奇怪的选项哦，超级计较男生回讯息的速度，只要男生，哦，这个我不行，这先选起来。我这好，我觉得年轻一点，可能比较没有一些社会压力，或者是工作不是在很忙的这个状况下，真的会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我今天回讯息等了你3小时又5分5秒，你到底那3小时5分5秒在做什么？为什么让我等3小时5分5秒？哦，救命！哦，可是今天当你有家庭，然后工作可能表现得不错，升了主管职，或者是经理人什么之类的。你根本没有空去回那些东西的那个状况下，那真的很累，经营起来很累啊！哦，母子いらっしゃい，是要去买鸡和条鱼，猪有了吧？对，猪都有了，好吃。这让我想到今天是我80多天的生日纪念日。对啊，男生也会不想回婆家的时候我等你5分钟，为什么不回吗？这个直接折断好不好？直接折断可以吗？谢谢，直接折断就好了。哦，是不是有人降落？我看一下。啊，对，对不起，我按错了。不好意思，我按错了。啊，不好意思，谢谢你们的降落。いらっしゃい，欢迎来到猪猪的频道。啊，是藏降了啊，是我们的高雄的好朋友咱高雄的好姊妹啊，咱藏降落伫咧离开频道咯，不要下去嘞。谢谢哦，谢谢霍华德先生，然后谢谢我们柯梦先生，谢谢。难怪前天梦到一堆蛇吗？哦，对，因为蛇是我们那个土地公爷爷的兵将。感谢你们的降落，这位是这个我看一下乐藏集团的板娘，怎么办？消失是消失了，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有没有念错。藏いらっしゃい，欢迎来到的离开频道，欢迎我们高雄的好朋友藏，谢谢你们神谕いらっしゃい，然后感谢送出了一个会籍，藏，救命！我觉得我今天开启了这个选项，我真的觉得速度想要中离，你知道吗？因为它的选项真的很奇怪，它的选项就会故意把女生设定成女生就应该要有的讨厌的样子。例如他不会去设定说女生是肥宅，或者他不会去故意去设定说女生抠屁股但是男生那边就会故意设定说男生肥宅，男生抠屁股，或者是男生就是是可能同性恋族群之类的。可是他这里不会去设定说女生是同性恋族群会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完全就是一个很社会分裂的一些选项。没念错吧？真的是消失消失！谢谢来到猪猪频道，也感谢镇定我现在对，就是一个刻板印象的一个出题，对，但是我还是鼓起勇气开启了这次的选择，对，因为我希望更可以分享或连接一些我觉得比较三观正的一些想法，把自己搞得好痛苦，救命！没关系，我还有88题，我们感谢藏的降落，来继续算落去超级刻板印象。好，我觉得左边这个带商量，右边这个先选起来，右边这个很烦躁。对，好，使用夸张的偏方减肥等一下 ，IG 办了一个大奶妹假账号，故意去私讯自己的男友。我觉得右手边你就是不信任你男友了，那你干嘛交往？右手边就是一个非常不信任男友的一个想法，非常讨厌。就连我自己身为女生，我都觉得不应该这样。对，男生女生都一样，不应该去测验你的男友或者是你的女友的忠诚度。如果这样子，你还得要这样做测验的话，干脆不要在一起。对，然后左边的话，顶多就是对，左边的话顶多就是他为了自己要变漂亮，可能选择了一些可能
社会观感不是那么好的方法啦，但至少他不会在感情上面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试炼啊。对，虽然说这个，你吃下去，你可能会在你身体健康上面做一些试炼，没错。我觉得右手边我现在选起来，这些选项真的花了fuck。我觉得这些选项比那个臭臭男生还难选哎，女生的选项好可怕哦。我觉得女生选项是完全就是撕毁所谓的社会上的一些彼此的信任哎，天哪！左边顶多就是一个智障。等一下，买东西硬杀价为难店员哦。浓妆艳抹说自己素，浓妆艳抹说自己素颜。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人家对素颜的观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舞台剧演员，他们已经很习惯上舞台妆的状况下，那他们可能会认为说，他们假睫毛还没戴上去以前就是素颜，真的嘿。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先讨论一下那个各行各业对于素颜的标准在哪里。然后左边，我是觉得你杀价没有关系，可是不要为难店员。对，因为身为南部人。我其实很少会去杀价，可是我常常会遇到愿意给我优惠价钱的，就是一些摊商，他们都很棒。可是不要做到为难，你试着杀没关系，试着问看看说，请问这样子组合会有优惠吗？如果人家说没有的话，或者说真的没办法的话，就不要为难了，不需要好不好？对，男生女生都一样。男生的选项叫做什么现行？对，男生的是飞鱼先生，男生的选项很多现行犯行为，例如说路边尿尿，或者是一直瞧鸟，或者是公众场合，就是在地下偶像的那个握手会，在上面打手枪，对，或者是就是在公众场合直接盯着女生的巨乳直接看，或者公众场合直接抠屁股，就男生的选项也是都非常非常的刻板印象，很头痛哎。我也是来打工的，对，不是每个男生都看得懂全妆，是主动给优惠真的很感动，没有错。我觉得南部这边的店家是真的比较肯给啦，就是说你跟他就是常搞鬼的话，他们就真的比较敢给。但是北部那边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就比较可能一分钱一分货，或者是说他那个钱就定这边，就不要再杀了。我觉得那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对，硬杀真的很讨厌。你可以试着问看看，但不要硬杀。对，我们来看一下过度节食减肥哦。然后，因为不满公婆就在饭菜里面，可以不要搞的，就是我们女孩子都这么的，可以不要搞的，就是我们女孩子都这么的失心疯，这么的恶毒吗？我把血药用慢性处方针换成维他命，并诅咒他们早点死去。我到底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然后开启了这个女生讨人厌的2选1行为啊！好，我先说那些菜里面看起来的东西很好吃，但是那么好吃的饭菜里面可以不要放利尿剂。对，右边已经是宫斗了，右边那个吃饭以前要把那个银针插进去。娘娘且慢，先别吃啊！什么？这里面我来试个毒，有毒？谁要毒害我？银针发黑，是谁？我刚看见门口的宫女，行为诡异，或许就是她。放肆！买一宫的宫女，碎玉轩，怎么可能？查，给我查之类的。对不起，我喝口水。等一下，好，我们快回来，我们回来这个感觉永远选不完的这个选项来。我为什么这么熟悉？因为每到过年，8大电视台的宫斗剧我都会追，好好看哦，就很好笑。因为我很喜欢里面的演员，里面演员其实真的都非常出类拔萃啦。对，来，我先说啦，
过度节食减肥这个部分的话，因为如果今天你的生活圈是有很多是荧光幕上的这些正妹们或者是艺人的话，他们不得不说有些是真的必须要过度哦，因为你们也知道荧光幕上面会显得比较稍微的又更加的臃肿一些。就其实今天我们在平常日看他感觉已经很刚好很健康了，可是今天站在荧光幕前面呢，真的就是又会稍微的在略显肉感一些，这个没有办法。对，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很像有很多艺人或者是歌手，他们为了要在舞台上面光鲜亮丽，他们真的试了很多偏方，或者是说真的让自己可能减肥减到忧郁症之类的，其实真的太多了，今天真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就以自己的观点来看，我觉得都很辛苦啦。而且女孩子就是可能很像在肥胖上面又常常会被比起男孩子又更容易被打压，或者更容易被指指点点，这个我不知道。对，所以这部分我是觉得我不太会去选它啊。右手边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有点超过了，即使你的公婆真的很鸡巴好了，对，可是我觉得做这种事情不需要这样子。对，真的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那个饭菜看起来很好吃，可以给我吃，但是不要这样子诅咒人家。对，女团什么的，其实他们真的费尽心思，而且韩国那边更加的激烈，更加极端哦。他们为了看起来高瘦，他们是会打断自己腿骨的哦。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朱蒂卡擅长在 DC 断腿？好，断腿你各位，因为这个就是韩国的偏方，他们就是必须断骨，他们才会再长骨。对，我们把这个偏方挪至我们的 DC， 让你各位看起来更高挑，更加的高富帅，这样不好吗？啊，不是啦，我不是要讲这个，我只能说在韩国这个在艺能界的偏方哦，实际上是进行着的哦。他们就每个都断腿，知道吗？每个都曾经断腿过，就是为了让自己 Q 关。对，然后那句骷髅护士，女生在眼中的极品，谢谢木子。不过就好啦，各有喜好。对，说的只是不满，搞不好都还有讨论的空间。对，但是两边选起来，可能我们这都辛苦了。然后有所以拉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选，快点，我们希望今天选得完哦。我确定是这样不合，我确定。你各位为了朝向高富帅的这个目标，猪猪也是下猪的苦心啊。你只是想放一来就打断腿，不会啦，你不会今天一来就打断腿啦。打断腿是在我们 DC 就是日常发生的事情啊。你只要来 DC 就每天被打断腿哈。落吗？落优落吗？了沃落吗？所以那个字念落吗？优酪乳的落吗？好喝好，对不起，离题了。行房时跟男友说自己想要一边滑 IG。不行这个我也不行啦，这个不行啦。虽然如果今天我的另外一半跟我讲说，我们今天想要亲密一下，可是亲密的这个过程中，我想要吃饼干或者是追一下《甄嬛传》，是怎么了？你眼前的女人不如嬛嬛吗？是怎么了？你眼前的女人不如这个熹贵妃吗？不行，不可以，这个我不行。对我爸对我多好就多好，当做另外一半的要求标准嘛。先说，我觉得右手边这个其实我倒觉得是不错的想法。我觉得以我的经验来做剖析好了，右手边其实没有错，对，但是不要太极端，对，不要太极端。好，今天这一题选项基本上我会选左边，但是右手边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本身我在成长过程中我缺少了父亲的陪伴，所以我会以为很多事情我都必须要好好的做好，对，所以自然而然我不晓得有些东西我可以放给另外一半去做，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一手拦了。我一手拦了很多事情之后呢，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我很容易吸引到渣男或者是宝妈妈宝之类的那一类的他们就觉得说我会做好，在我身上感受到很多母爱，所以他们来爱我，然后我也很享受去照顾他们。但是我不晓得原来很多事情是男生应该一肩担起的，我不知道，对，所以就变成说之后我经历了很多，就是即使我今天可能付出了很多，我还要被情了，我都会认为那些都是我做的不好。
很可怕对，所以其实就是大概啦。经营 VTuber 这几年，其实我也觉得我在兄弟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事情，因为你们有很多事情是做得比我好的，很多事情你们就是一把照，我才知道说我真的做了太多。对，也就是说我在原生家庭我没有感受到父爱，我不晓得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我要放给男生做，这样子才有办法做一个可能未来在经营关系上面的平衡。结果我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有一个爸爸可以对我很好，我拿我爸爸的标准去做择偶的话，或许人家会觉得我很奇掰，没错，但至少我不会吃那么多苦啦，你懂吗？像我自己有在想，未来如果我女儿我有女儿，或者是说她长大了，我也希望她可以就是有一个标准去做一个择偶，你懂吗？对，所以就会觉得说任何的爸爸妈妈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可能未来受苦之类的。那万一未来我自己有女儿的话，那我也希望说是不是有一套这样的标准可以给她看，我自己会觉得比较放心啦。对，才不会像我这样总是吸引到渣男。可能左边没有太细，左边可以接受每到原生家庭爸妈把女儿当宝，跟对方在一起被糟蹋吧。的确是这样啦，我是觉得当然这个东西如果极端的话就是男生受伤吧，只有男生受伤的世界。但是我自己以我自己的经验分享，我觉得右手边没有不好，对，但是也不要把人家对方的儿子糟蹋，真的也不好齁。但是两边选起来的话，我觉得左边你可以给点尊重吗？左边给点尊重哦。好，接下来逐一私讯所有在男友 IG 留言好，在公共场合泡3合1咖啡或麦片，搅拌杯子发出超大这两个比起来，左边这个就很可怕，不是吗？左边这个就恐怖情人快放生吧，然后右手边可能就比较大拉拉的女生，对，右手边就是一个大拉拉的女生，可能就是因为太单纯无害了，然后左边相较之下左边很可怕。好，先选起来，快点。女生的好难选哦，所以就是被我们掰着，我们又惨着跟马不巧婚。真的，我觉得要是我未来真的还有在另外一半有机会再去有什么缘分出现的话，我真的标准会拉得更高。我觉得突然会觉得把标准拉更高不是坏事了，真的。可是左边证明他好可怕，恐怖情人呢，左边攻击性超高，所以你们很享受这样子，就是你的另外一半去辱骂其他女生吗？哇靠！左边有犯法行为，要当迪卡的女儿，不能当儿子，不然老妈那也要我有缘分生出儿子啊，对不对？我跟主神娘娘问一下，是海苔眉毛说话时，我觉得海苔眉毛还好吧，因为每个人，我跟你讲，海苔眉毛这个可以在我们这可教化，好不好？海苔眉毛可教化，它可能只是这辈子第一次化妆，不晓得海苔眉毛怎么修饰。我跟你讲，这个修饰下去很漂亮，这个只要把那个眉头稍微再做擦拭，然后再把那个尖尖的部分稍微再做润饰，很漂亮。它就只是不小心把眉头画得太深，好不好？这个可教化，好不好？是抖遇到条件好或心仪的男生，就会故意在那个男生面前说其他女生，哇，好，就是很可爱的小心机。我只能说，就是这个可爱的小心机没什么不好啦。对，我觉得身为女生，我觉得就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很好啦，因为我有些姐妹是这样子的，我就觉得还好，但是我觉得的确会让人家蛮烦躁。两个选起来的话，就是好，这个先选起来，对。
今天是2026年3月20号，也是我们农历俗称龙抬头。咱土地公伯生日，下午4点，不是4点，对不起，我连阅读文字的能力都没了。下午1点49分，朱蒂卡宣布阵亡。这么丑女，这么艳女什么？这么丑女，这么艳女的选项，我真的选不下去。拍摄我过来去跋杯一个，等我一下。应该把荧幕关掉。结果，恶灵古堡的安魂曲是，的确是呢。左边是一个状态，右边只是一个过程。选左边，兄弟们，你们帮我选。如果是你们会选左边，是不是不得不选的时候？左边是化妆前，右边是化妆后啊。对。好，那右边呢？可能他就是过程中，人家过程中挤眉弄眼又怎么了？但是他搞不好挤眉弄眼完之后，哇靠，超正，好不好？对，但左边这个可能你就化妆技术不好，你可能就是可能稍微加油一点。我不是讨厌你，而是你可能稍微加油，就这样子，稍微加油哦。拉拢某些朋友成为小圈圈，让其他人感到孤独或者是背叛。不穿内衣，穿着非常松的领口上衣，弯腰和外送员拿外卖。所以右边怎么了吗？右边怎么了吗？右边怎么了吗？我觉得我常做这种事情不是啊，因为我在健身以后，我的那个健身胸衣基本上它是可外穿的，而且它都会有隐形胸垫在衣服里面啊。所以右手边对我而言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然后左边这个就对男生应该也会觉得很讨厌吧？我自己也觉得很无聊，太无聊了。你每天有这种事情，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些什么投资股票之类的呢？怎么了？很闲好，接下来，怎么办？这2件事情我都一直在做。选了我也是一个超级迷信之女啊，对啊，我超级迷信的，怎样咬我啊？说自己要减肥，却一直吃高热量的垃圾食物，永远都没在变瘦。我也是每天深蹲，然后也每天就是吃高热量食物啊，怎么了吗？右边好讨厌，怎样？讨厌我啊？你们就讨厌我啊？怎样？好，我觉得右边我分析一下啦。右边其实，如果今天就像画面中的可爱女生一直吃，我相信你们男生都会觉得很可爱，对，然后也不会去嫌弃她，对啊。不过就是可能有一些行为，就是有一些真的比较肉的女生，然后她就一直喊自己就是胖胖的，然后想减肥，可是她的饮食习惯就感觉没有让我们看到她在努力调整这件事情，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烦躁，对。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要这样去分析的话，右边可能会让人家觉得就很烦躁，就是说你就觉得自己很肥了，但是你为什么就不好好的控管一下你的饮食，或者好好的规律运动，然后还是一直在每天1杯珍奶之类的感觉，就是没在努力啦，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就是没在努力。然后左边的话就是过度迷信的话，我觉得。他没有说过度迷信啊，就迷信的话就是怪力乱神。其实大家，你真的求助无门的时候，这些神明真的会变成你的唯一信仰哦。其实有很多的怪力乱神，虽然说这个词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有看过很多走投无路的人，在科学上面找不到原因，去求助玄学，结果找到原因的。所以你要说这个东西好或不好嘛？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他没有具体的去形容啦，怪力乱神这部分，但是右手边这个形容还蛮彻底的。外送员只是希望你能快点取餐，再去送一下单。对，外送员很忙，真的吗？真的，好难选哦。啊。
其实我觉得啦，一直说自己要减肥，然后却一直在吃高热量食物，永远都没变瘦，很可爱。其实这还蛮可爱的，我觉得。但是左边如果是过度迷信的话，然后例如说哦，亲爱的，今天情人节，我们今天晚上来亲密一下吗？好啊，宝贝，我等好久了啊！你等我一下，我把握一下，我问一下这个神明，我们今天适不适合亲密？这个不行，对，这样之类的，这个可能是过度迷信了，你知道吗？好，等一下，我觉得我的例子举得很烂，但是我觉得对，不要这样过度迷信。三姑六婆谈论周遭人的八卦，这个很烦。在 IG 分享旅游或者是购买精品的贴文，实际上是借钱消费欠了一大堆卡债哦。我觉得这男生女生都会吧，男生女生应该都会啊。三姑六婆谈论周遭的人的八卦，在 IG 分享出国，实际上是借钱消费欠了一堆卡债，卡债就自己还啦，就只能自己还，因为可能为了经营自己的频道，就是必须产出一些高资本的一些影片之类的。但是三姑六婆真的就让人家觉得很烦躁，真的，我其实也很不喜欢，我觉得很烦，真的。小三。这要怎么选啊？对啦，生而为人其实都爱听八卦哦。为了气对方或博取关注，故意破坏男人心爱的我靠！右手边这个不需要这样子吧？右手边真的很讨厌呢。为了气对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多男生的大忌。我觉得可能破坏铁道啊，破坏钢弹收藏啊，破坏拼图啊，破坏一些男生喜欢的收藏。女孩子为什么喜欢用这种方式去证明自己比较重要啊？对，我觉得那个是男女的大脑真的是不太一样哇！然后相较下来，总觉得小三好像没什么了。两个都不行啊，但是我先把这个选起来。好难哦！这个虾虾好好吃哦，我要吃。这个我自己剥就好，我可以自己剥。这两个选项不就都一样吗？这到底哪里不一样了？这两个不都一样吗？说男人不帮自己剥虾就不吃，他可能觉得吧啾，公主病凡事要别人迁就哦，两边都觉得很烦躁。可是我觉得左边男生应该都还蛮乐意剥的吼。好啦，公主病真的蛮让人烦躁的。说比较胖的男生叫肥宅，但在 IG 却说自己是棉花糖女孩。棉花糖女孩就感觉比较可爱，是不是？有啦，我知道，就是可能比较大尺的女孩子都会吃棉花糖女孩之类的。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就是男生并没有所谓棉花糖男孩的这个称呼，还是说要称大尺男吗？对啊，这个待商讨我真的对他妈签运超好，话超多的长神父一直不停的讲话，骂到我。不是，我觉得我的血已经吐不够了。有没有看到唐伯虎点秋香的那一段？那个就是我现在的我，谢谢。我觉得其实左边带商讨是因为他可能不晓得说自己
应该说，可能男生他可能找不到另外一个形容词啦，所以才会说就是肥仔嘛。但他可能也是想形容说自己也是可能比较大尺、比较肉型的女生。但是肉型的女生现在就有一个专有名词叫棉花糖啦。你像或许他也不是刻意的啦。以烦躁感来讲，两个或许都蛮烦躁，但是右手边先选起来。因为像有些男生都知道自己是肥宅生物，然后开心去冰箱拿那个，是不是肥宅快乐水，对不对？像我今天不晓得为什么做完这些选项，我好想去吃烧烤哦。我突然好想吃烧烤。说男生只在意外表，有够肤浅幼稚，是因为外表而迷恋韩剧的帅哥。哦，对，没错，真的有够肤浅。因为这种事情基本上我不做。过度爱比较爱炫耀吗？我的天哪！男生光自称都可能被呛了，还不如自称肥仔。嘟嘟的，欢迎来到迪卡的频道。过度爱比较爱炫耀外貌、穿搭、男友收入，然后说男生只在意外表，有够肤浅幼稚。我其实左边这个部分其实蛮多姐妹中枪的，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因为我自己从以前开始就是个宅女，所以我迷恋的通常都是动漫的角色，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知道怎么选啦，好烦哦。好，我就以我自己女性观点去选好了。好，我可能会选左边，因为左边就很明显双标嘛。那右手边就是爱比较，对，他非常爱比较，但至少没有双标，他的标准就是这样子，就这么高，就这么反，但不像左边这么双标，对。左边就非常双标。然后戴豹纹口罩怎么了吗？不能戴豹纹口罩吗？各位男士们，怎么了吗？戴豹纹口罩不行吗？我还曾经敷过佛陀系面膜。哪一天我就把那个佛陀系面膜就敷在我脸上，我走出去，让你们大家讨厌我，怎样？怎么了吗？我现在还有片佛陀系面膜在我手上哦，会让人家很气耶，这个选项。取根本不是英文的英文名字，不是英文。Apple, Candy, Cherry, Fish, Honey， 不行吗？这个怎么了？这个已经让我气到迫使我看得懂英文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能选吗？这怎么回事？这两个都怎么了？这两个是怎么了吗？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两个。老娘之前就曾经叫过 Apple， 怎么了？好，我比较少跟大家分享过，我之前有入过那个肚皮舞团的这件事情嘛。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没什么，就老生常谈，就是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训练型的人格啦。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就会一直不断的去练它基本功。我基本功就非常的奴性的去练它，一练再练。所以你们会看到我3D 很好动，或者是我在面部的时候很好动，是因为那些舞感，那个就是在之前在训练肚皮舞的时候练出来的。那个时候肚皮舞老师就叫我 Apple， 怎么了吗？我就不能叫 Apple 吗？Apple 怎么了吗？ Hey Apple， Hey Apple， Hey Apple， 怎么了吗？我们那时候舞团训练很严格哦，每天就是不停的基本功，练骨盆、练腿、练手，所以骨盆的训练项对我而言算是比较信手拈来的东西啦。对，有个女生朋友就说 Candy 怎么了吗？就最讨厌的英文像外国人群哦。
鲤鱼桌子苹果这种感觉吗？有没有男生有点讨厌的感觉吗？感觉说不是哦，所以是这样子吗？我有没有觉得很好动吗？怎样？好动到想把你折断？怎样？好，反正两个都其实都没什么的东西，但必须选一个嘛，对不对？好啊，反正我对英文这么不熟悉，我就是 Apple 怎样，我就选这个讨人厌的 Apple。我觉得令人讨厌的 Apple 怎样？怎么了？说话粗鲁一直骂脏话吗？整形成瘾塑胶脸吗？我觉得左边还好吧，你如果付得起这个钱 OK 啊，但右手边真的不行哎，右手边真的不要啦，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啊。对，我就想叫提拉米苏怎么了吗？对，我今天就想叫芋头怎么了吗？或者叫地瓜也可以，好不好？一起追问男生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哦，在女生厕所讲别人坏话会八卦。我觉得我会选右边，因为左边我觉得是因为男生，是因为你男生表现出一副就是很不清不楚的样子的关系，女生才会问，不是吗？啊，不然嘞，我之前曾经也遇过哦。就是有一个在追求的男生，他就是追求的很猛烈，但是他却又怎么讲？他就不是做的很阿萨里的那种。因为我喜欢就是说，今天如果这段关系，或者说你在追求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你今天也很大方让大家知道，我觉得那没什么啊。可是他就是畏畏缩缩，不知道在干嘛。我就觉得你今天就连追求一个女生，你都畏畏缩缩了，你到底是想怎样？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是女生要逼问，而是男生有时候就是模糊不清啊。对，所以你们男生反而觉得右边还好，你们我自己女生的观点会觉得右边我不喜欢。对，我叫迪卡老婆。哦，我喝口水啊！天哪，我真的没想到男生反而更难，女生反而更难选哎！哇，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女生吗？哇，左边可能真的让女生有不确定的感觉。好，我女生观点来看的话啦，毕竟我女生观点我会觉得右边很烦。对，劈腿，男生女生都 no。同时找多名男性来当自己的用于帮忙接送、修电脑、买宵夜，但不给予明确的关系哦。啊，这不这只是在就是很讨厌的行为当中，在做出一些抉择而已吧。好，很厉害，就是右手边的女生很有手腕，而且她通常都是对自己很好的这一类的女性啦，只能说很厉害。对。我跟你讲，我就是不够坏，才没有办法成为右手边这个女性。我现在可能要开始就是稍微的加强一下这部分。好啦，两边都很想起了什么吗？我觉得这些对我而言，其实反而不是家常便饭啦，反而都是那种。还好，我遇过更可怕的，我遇过比这个还过分的，所以就这些我都觉得看看就好。对，我真的遇过，就是可能你们听到整个会对很难去想象的那种东西。对，但是没关系，我未来如果有什么情况，会再跟大家去聊聊看我那些曾经经历过的东西。对，但是那些东西我觉得要有一定的话题，或者是之后如果说可能有一些做一些可能频道上面的转型或之类的，我也很乐于分享那些东西，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些东西对我也是很真实的东西。嘿，所以就是未来吧，有机会
会让你们知道我到底遇过些什么很可怕的事情，简直比鬼故事还鬼故事。所以这些其实对我而言，我都只能轻描淡写就好。所以呢，就觉得这个东西很表面，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对我而言太表面了，因为我遇过更深层、更鬼故事的事情。对，所以就也蛮一言难尽的。但是我很少提醒，我觉得现在还不需要。对，大家快乐第一台就好。对。好，为了阻止男友提分手，然后谎称自己得了癌症，这是什么鬼？好哦 ，OK， 任何事情都用月经当挡箭牌，都是已经停经的女生。我觉得右手边就是，跟真的鬼故事，猪猪比较害不要，我还是很怕真的鬼故事，真的鬼故事哦都很可怕。Hello， 这几天的计划都好有趣吗？哦，小峰，谢谢你，这个谢谢啦，谢谢你不嫌弃。其实我是本周第一次开启这类的2选1，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是真的这么残酷。因为之前其实有风靡一阵子的那个什么 VTuber 2选1啊，或者各类的2选1，其实我都没有开起来去玩。因为我觉得，反正大家就是玩的比我好，我也像不太需要再去玩。但是这部分的现在扯到男生跟女生的行为，我就很有兴趣，因为我就很喜欢去分析这些男生女生的行为，这样对。所以对，如果让你们觉得有趣的话，我会很开心，谢谢。对，男生平等，男生也应该放个梦。我就费先生。刚才猪仔说，如果用金钱来当借口不是好，然后题目就来了，哦，救命！我真的觉得这种伤害是比较出来的哎。右手边这个就是职场鬼故事嘛，然后左手边这个很可怕，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好可怕哦，就是一个恐怖情人的鬼故事哎。谢谢小峰，对，谢谢你们，因为我只是喜欢就是稍微去分享一下我的观点，我才发现我真的是生而为猪太单纯了。我可以就是借着这次的计划让自己变得更坏，就不会被欺负了，对不对？好，我觉得好啦，身为女性我真的我同理女性的月经，但是也不要当挡箭牌。但是我觉得欺骗男友这个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做不到，真的不行哦，很讨厌欺骗行为哦。收集男友的这瞎毁我靠，我真的毁三观嘞！不是，我们身为女性是怎么了？真的有这些女生会做这种事情吗？我靠！我觉得今天这个真的超毁三观的哎！收集男友指甲头发，缠在稻草巫毒娃娃上进行邪术或下降。我靠！这个我就有请5000老师来解析一下了。对，我们真的要有请5000老师来延伸我们这个哇，是不是真的有机会这个下个降头这样子？有机会他妈我还不下爆！是什么东西？只有跟男生聊天时会动手动脚摸男生膝盖，或者一只手摸男生。我觉得男生还蛮喜欢女孩子去触摸对方的，不是吗？对，女孩子，好，我觉得两边其实右边是烦躁，左边这个已经是可以报警了。对，左边这个可以报警了。和闺蜜的男友上床，同时主动问闺蜜和男友最近的感情如何。哇靠，好享受这段感情哦，高手高手哎！哇靠，彩，我真的好想把你 ban 掉。彩这
左边那个占有欲超强，强到就是爱你爱到死哎！所以我有认识一个很新怪猎人，他哇靠！我只能说天哪，太屌了！我难不成怎样？我难不成我更可怕的事情都遇过啦？怎样？哦，跟对象有关的法也是有做，但是会不会收集那些就不知道了。然后认为男方的车太旧，档次不够而拒绝上车，怎样？你要几档？你要几档？你一个晚上要几档？要几次你才够？怎么了？怎么了吗？我靠！现代人要买车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管人家要几档？如果你管一个晚上几次就算了，你管到车，我觉得就不应该了，好不好？要不然你付啊，车贷你要付吗？哦，两个都好讨厌哦，怎么办？不过你小心，你把你那个后面稍微对顾好，看好你后面，知道吗？啊，好，我觉得两边右手边很烦躁，左手边就是一个。就真的是绿茶，不要这样子。对我真的受不了，真的。裙子卡内裤真的不是故意的，不要这样子，那就跟你们就是男生偶尔想瞧个鸟，或者是那个抠个屁股一样的感觉。哇，这个题目原来在女孩子这边有办法出现，而且现在我们仔细看一下她的裙子卡内裤了，但是有没有发现她的臀部锻炼的是微笑屁股？这个样子的屁股代表她很有肌力，她应该常上健身房。那如果说你想要找这些可能固定有在锻炼的另一半，刚好趁这个时候已经见识到她的微笑屁股了非常有肌力，应该有常在锻炼，顺便过去贴心的拍她一下肩膀，嘿小姐，小心你走光喽，快点我帮你挡一下，你快点把它拉出来 ，OK， 非常完美的一个认识谢谢你，不好意思，我现在正好去健身房，你看你也要去健身房吗？我也是这一间，教练哪一位？那一位吗？他很好，我也是，是不是？我现在看到的是微笑屁股的这一块卡到影，不好的什么腿？菜菜，你这不行，我不能背你，因为背你也会很快乐，你真的是整个坏掉了。对，打扮的漂亮干净，实际上房间居然比男生还要脏乱。我跟你们说，很多漂亮女生其实真的是这样子真的她很懒得打理她的房间。对，特别是在比较极度压抑的国家，日本那边是非常多，韩国那边也很多。对。反而是台湾这边，我倒觉得还蛮表里一致的所以说真的啦，其实这两个我都觉得没什么啦，对，其实这两个我都觉得还好我差点以为主要说的不是拍肩膀，这样吗？帮他拉，不是帮他拉，你们可能就直接警察局见了。你就拍个肩膀，然后帮他挡一下，说我先帮你挡着，你快点拉一下你裙子，这样是不是？我跟你讲，这个学起来好不好？对，一般不会这样搭讪。好了，我只是自己在脑补，好不好？我觉得这两个人的感觉都没什么啊。好啦，社会上的观感总是觉得女孩子就是要干干净净的啦，对。但是我觉得两边比起来，总觉得好啦，就是你可能还是稍微整理一下你房间啦，好不好，姐妹们？我们都觉得累，不想整理，我懂。但是硬要选的话，可能对，还是选一下。64强，好 ，OK。明明很会喝酒，却在男生前面装着酒量不好，会喝一杯就醉。我觉得不会怎么样啊，为了保护自己，不好吗？纠缠已经有女友的男性，像是邀请对方单独到，哇，这个不行啦！已经有女友或者，哇，不行啊，不行啊！左边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右手边这个不行啊，右手边这个完全怎么了？有这么寂寞吗？这么喜欢人夫？偷去见前男友，然后事后叫好姐妹说谎，骗现任。哈？我们又回来了，就是让人头痛的选项了吗？加油，64强！说女生约会迟到都是因为自己精心打扮，男方只要不尊重，毫不在乎自己。
我这个到底是要怎么选呢、好，反正我们待会还会做非常精细的淘汰，我先把这个选起来。哦，这种骗来骗去的东西，我看了觉得很头痛啊！一直强调自己很多男人追求，非常有行情哦。聊天时拿自己，这个又回来了，救命！我觉得这个行为有比较有伤害啦。我觉得我其实很不喜欢。对，我的另一半就是常常拿外表什么的，或者是可能就是在有亲密行为之后，然后拿出来当话题，我觉得真的很没品。如果真的有的话，真的是会觉得把就给的拉吧。女生也不可以这样子哦，不行不行，打妹。哎，是破西的降落吗？破西，谢谢你的降落，快点，我们还要再痛苦62回来。买东西硬要杀价。哦，我的天哪，怎么比较起来感觉右边又更加烦躁，对不对？破西，谢谢你的降落，感谢陪猪猪一起来烦恼，我的天哪，哈哈哈，救命！好，我们继续。哦，果然我今天早点开是对的，因为我像肚子真的很饿，选到超饿哎！天哪，我已经选了要3小时，我觉得还没选完，我的天哪！公主病凡是别人迁就嘛，超级计较的男生会说。我怎么觉得我们64强的这些选项，每个都是一个刻板印象，跟女孩子坏大概都是这种坏法，所以这样子就是女生很坏，这样是不是？那我就是要遵循的这些变坏，可恶！超级计较男生回讯息速度，只要男生晚回一点就是结束。好啦，右手边如果就只有这一点的话，好像就还好。对，但是左手边这个是凡事要人家迁就，就比较吵架就发文讨拍，明明不开心，一直说自己没事，要去猜。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喜欢。好，来，我们快点来快速的进行。点一大桌的菜，每个都只7口哦。我又觉得右手边真的也没什么啊，到底要怎么办啦？好，我们先把这个选起来。说话粗鲁，一直骂脏话，不停抱怨生活所有事情。好，抱怨归抱怨，但是脏话真的尽量不要。不想跟男人结婚，发生关系时，我为了想跟男人结婚啦。哇，这两个很难选呢。公共场合把男友当狗骂，两个都很糟糕，不是吗？两个都很糟糕啊！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公共场合这样子直接怒骂，我真的没办法说男生只在意外表有够肤浅，但自己又追星嘛，然后哇，的确耶，古玉先生，对，我之前也有听说过类似的我姐妹这边的话题，跟闺蜜说一定要试探男人底线。我觉得这怎么讲？我觉得试探就是很烦，然后左边顶多就是一个双标迷妹，但右边真的不好，右边真的不要这样子，不要试探。公共场合把那个男友当彩彩骂吗？这样男友就会说：“你把我当彩彩骂，你把我当成他，你心里有他啊！”完蛋了，是不是？小喵喵伊拉塞，主义私讯，所有男。天啊，又来了！可怕！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怕。对，比较下来，这个超可怕的，不要，这真是疯子，不要。对，感谢不是降落 ，IG 办一个大男朋友，看男朋友会不会劈腿，吃饭哦。这个比较下来，真的觉得右手边没什么，好不好？右手边就是爱拍照啊。好，我们现在要筛掉刚刚选的哦。
整天疑神疑鬼，跟男生说你不是，你要是不让我喝珍珠奶茶，就是不爱我。整天疑神疑鬼真的很累耶，不要这样，亲爱的，别这样，别这样，很累的。然后右手边刚刚只是需要一杯珍珠奶茶的话，这样 OK 啦，没问题。新方式跟那怎么又出来了？好烦哦！为了气对方，好 OK， 我觉得左边可能真的是老夫老妻了啦，老夫老妻已经就是失去了一些可能情绪啦，但是右手边这个已经有一些伤害行为了哈，好，左边可能也是伤害自尊心，但右手边我觉得这个比较激烈哦，不要这样子，对。在女生朋友中教别人怎么经营爱情或抓住男人的心，实际上老公却在外面找小三。对，我觉得3天不洗头真的还好哎，真的还好好吗？3姑6婆，女生生男方生日的随便吃，说忘记了。哦，好，这好难选哦。救命啊！为什么这么多跟那方面的事情啊？那种事情很重要，是不是？其实真的蛮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在两性相处的话非常重要。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喜欢遵从欲望的女性。对，只是我很少会在开台的时候跟大家谈这种东西。对，因为我觉得我谈起来很生草，就是我们交给其他比较擅长的 V 朋友来谈。我自己这边可能就推广一些本土味的东西，这样子。对，八卦跟双标，天哪！追声大哥いらっしゃい啊！八卦跟双标到底怎么选啊？救命啊！生落いらっしゃい。我觉得女生的更难选哎，女生的真比男生还刁钻，男生的就很多那种什么路边尿尿啊、巧鸟抠屁股，那个好选多了。女生这到底怎么了？爱谈论八卦、爱听八卦，其实是人之常情。虽然说我不是喜欢散播八卦的那一个，但是你今天要八卦分享给我，好，我欢迎，好不好？但是双标真的蛮烦的哦。本人跟照片找的完全不一样，又出现了。哦，有比较有伤害，你看你就觉得左边这个就还好，它就是可能修比较大哦，右手边这个不要这样子，动不动就和男生说你不是女生真的啊，拉拢某些小朋友成为小圈圈。好，这个很烦，这个我自己女生而言也觉得超烦的。迷信怪力乱神又出来了，有没有突然觉得有比较有伤害哦？你看那个迷信怪力乱神，感觉又没什么了哈。然后右手边又出现了这个我看不懂的选项，我真的完全看不懂、读不懂是什么 A B 怎样 ，A 又怎样 ，B 又怎样，这样很烦，你知道吗？我真的脑袋没有办法，我就是个直男，可以不要这样子吗？我看不懂你想干嘛，真的完全看不懂啊！喜欢造谣生事跟又是 A B 又 A B 又 A B， 你去喝 A B 优酪乳可以吗？啊！好。好，你那个 A 来 B 去 ，A 来 B 去，这个真的很烦，我真的没办法。A 来 B 去，我真的没办法。等一下，优酪乳好喝。古板的纪念日又出现了，因为剪坏刘海而大哭，好像又没什么，好可爱哦。古板的纪念日蛮可怕的啦，就是有纪念日1年大概几个没关系，但是老公，今天是你发现我抠脚皮
的第100天纪念日哦！哇，当初不想让你看到的，结果没想到让你看到了，你还不在意呢，真让我觉得太开心了。我一定要好好的纪念。那么今天我们想要吃什么样的纪念晚餐呢？饺皮寿司还是饺皮水饺？你想要选哪一个？都急。对不起，好，我们继续选下去。好，这目前是已经选到要崩溃的朱迪卡，对。遇到问题只会一直哭，又回来了齁。开不完的择偶条件，或是自己月薪却要求男友月薪至少，你是どっちもいいな、どっちでもいいな。是吗？你看看，这就可以看出来你各位的性癖，你知道吗？性癖表露。好啦好啦，有比较有伤害，哭哭归哭哭，但是你又双标了，双标真的汤哦。自己做不到事情就不要要求别人啊，好奇怪哦。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耶，这个我做不来。遇到条件好或吸引的男生，就故意在那男生面前说其他女生都暧昧对象吗？说闺蜜坏话，觉得他不都这不都一样吗？太喜庆了，是不能只有我发蒙迪卡。本来就是啊，我现在已经选到，我完全觉得我自己生活不能自理了。今天还好今天礼拜五，我明后天还有办法，就是回归自我一下。我真的觉得今天一整天，我真的选下来，我真的觉得我的三观毁掉了，完全毁掉了。好，左边我给你一个理由，左边你可能就是喜欢这个男生，你想要追求他，对，你顶多就是说没有啦，他可能已经有其他的对象了，可能你没机会了啦，不要再想了。那右手边就是确定是说坏话了嘛，对不对？我先把你选起来，左边大家再找机会淘汰。超多话长舌妇，一直不停讲话。结婚前要求男人，结婚后不能让自己做家事、煮饭，那你要干嘛？那你要干嘛？你到底结婚后可以干嘛？我觉得女孩子嫁过去都不想太辛苦，可以同理啦，对。可是你这些事情都不做，你要干嘛？那你干嘛结婚？不过说真的啊，如果真的可以遇到右手边的另外一半的话，真的就是比中乐透还幸运呢。我说真的，好啦，但是我自己也说了，我对于不能分摊家事的人没有办法接受，好吧？和闺蜜男友上床，同时主动问闺蜜和男友最近情感如何。对，我觉得女生真的很难选，女生真的很多是毁三观的一个选项哦。排除情敌还好，被刺草筒对右边。加塞 OK 什么？对啊，除非自己会赚，有那个能力的话，那其实搞不好他也可以不用结婚了。对，和闺蜜男友上床，其实和男友没话题。哦天哪，这两个都好母汤哦。我自己男友没话题聊，就把身边的朋友的秘密拿去跟男朋友说，我怎么选都没办法啊！我这时候只能把杯了吧？这两个都超毁三观的啊！算了，我先选这个。对，
Apple 又出来了 ，Apple 好，为了买名牌或 iPhone 去远交，我真的觉得 Apple 没什么了，好吗 ？Apple 本来就很好，不是吗？啊，我觉得大家有那个想买东西的欲望很正常，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题的问题点是在于远交，就会觉得出卖自己身体不太好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为了买名牌或 iPhone 去打工的话，感觉好像又没什么，对不对？所以这题你不如就直接把援交2个字印上去不就好了吗？对啊，我的天哪！把男生请吃饭或送自己回家当礼所，毫不感谢。好，我觉得右手边人命关天，这个真的先不要，这先不要。对啊，安卓不好吗？哇，劈腿跟讲坏话比起来，劈腿已经不要，讲坏话这算了，3姑6婆，但劈腿这个真的不行。其实男生也会劈腿，为什么这个劈腿选项就只有在出现在女生这边？谎报年龄或体重，有没有突然觉得谎报年龄跟体重没什么了，对不对？好，和男友吵架找闺蜜讨拍，和好后直接又出卖闺蜜。吵架手把分手挂嘴边，若男生直接回手，那就分啊。好，我对于出卖啊、欺骗这件事情比较零容忍，所以我这个先选起来。我已经同意翻看男友的手机，并说自己又来了，又来了，又是一个我看不懂的题。但是你们刚刚解释过后，我看懂了。纠缠已经有女友的男性要邀请对方，这个我觉得右手边我先选起来，因为这已经是道德感的问题了。左手边这个就是有事，那个女儿有病这样子。分手后默不吭声，然后又持续等一下，这个又出来了。过度情绪化，每天都在讨论自己的情绪，不停需要人家倾听，无法冷静工作或生活。这2个其实都很劳累耶，但是我觉得左边这个是邪恶。然后右手边这个基本上是可能他需要寻求一些管道，他可能真的很无助了，他真的也求助无门了。所以右手边这个可能真的就是大家一起努力解决一下，身心科也好，玄学的也好。但左手边这个太邪恶了，他简直就是邪恶了。收起男友的又来了，我靠！一直问男友自己是否变胖了，男友说没有，就说男友骗人。男友说变胖就是，有没有突然觉得右手边有点可爱了，对不对？右手边其实我觉得在情侣之间很容易出现，对。然后但左手边这好可怕哦，可以不要吗？やめてください。纪念日又来了啊！16强了吗？我选到16强了，是不是？救命！哇，跟男友吵架时找闺蜜讨拍，和好后直接出来一个。我觉得过不完的纪念日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再商量一下。他可能就是比较喜欢仪式感，我觉得这个可以稍微两边再稍微再做一个协调。但左边我觉得已经是，对，我觉得那是人际关系很不会处理耶。天哪，好 OK。女生生日时要求男生必须准备昂贵礼物大餐，然后双标又出现了，双标跟。哇，这个有病，对，这个有病的先选起来。我劈腿又来了，这要怎么选啊？逐一私讯所有在男友 IG 的，天哪！
我会好，因为右手边的言行基本上已经可以报警了哦。我觉得先选起来。IG 办一个大奶账号，我去询问自己奶奶，好烦哦！这两个都超毁三观的哎，两个都讨厌，到底要怎么选啦？好，我左边先选起来，左边就是你大费周章的，就是去办了一个大奶假账号，去试探你男友，这个先选起来。好，我们那个收集指甲玄学控又来了。聊天时拿自己男友就知道。哦，你怎么选啊？崔阿塞。哦，这次的选项真的好毁三观哦。怎么没有办法像男生的这么欢乐啊？我觉得我们男生的选的很欢乐哎，男生的就超级靠北好笑的。啊，真的男女大不同哎。我已经选到我整个都要没有了，我天哪！啊！哦，我觉得对于人家身体上面的一些东西的散效，我真的比较没有办法容忍。对，这个先选起来。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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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的天哪！凡事要别人迁就，整天疑神疑鬼，一个公主病，一个神经病。等一下，男性们，你们对于一个公主病，一个神经病，你们会怎么选呢？哦，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选，我救命啊！一个公主病，一个神经病，哎，所以搞不好是因为有疑心病，所以才每天公主病这样子，还是因为先有公主病，所以才每天疑心病这样子？对，可以都不要吧，好可怕哦！不管怎么选都毁三观呢。好啦，整天疑神疑鬼吼，我们有讨论空间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有些男生、有些女生，或者是男生不是故意疑神疑鬼，是因为他们的另外一半真的常常可能做一些让人家不安的事情啊，才会把自己的另一半搞得疑神疑鬼的哦。阿曼勉强的忍受果然男生真的很没有办法接受公主病吼为了阻止男友提分手，谎称自己得了癌症。好，又是这个，总在女生朋友中交朋友怎么好，右手边这个很明显，他因为没自信，他只想表达说他很棒，他希望被认同，因为他没自信。然后左手边这个就是有病啊，这就有病就要吃药啊，有病就要吃药啊。推荐来看迪卡晒猪阳光药到病
楚。六王爷空中先生，崩溃的主播怎么可以这么可爱？不好意思，我真的不想这么崩溃，可是这些选项很毁三观哎，女孩子一定要活成这样子吗？因为不满公婆就在菜里面。初见你好，阿懒哥伊拉塞。我觉得突然觉得骂脏话真的没什么了，因为左边已经攸关就是一个，对，左边已经是社会案件了。哦，纠缠已经有女友的男性嘛，邀请对方单独到家，哦，这真的很烦。哦，又是 A 又是 B 又是 A 又是 B， 哦，真的是就，我就头脑不是那么，我就头脑不是回路这么通顺的人，怎么每次都用这个 A 一个 B 一个 A B？ 好啦，这个我觉得就是左边就很，就真的是很心机的绿茶，对，右手边就自以为小聪明啦。啊，点一大桌菜，然后最后叫别人吃，然后为了买名牌去援交。右手边其实就是为了想要买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付出身体，然后获得金钱，好像又不能说怎么样，只是观感会让人家觉得说，哦，这个女孩子很脏之类的，其实男生现在也渐渐有非常多的男生会有这样的一个管道，你知道吗？啊，这样又好像又要出卖我那位美女主播朋友了。哎，对啊，我觉得左边右边很像，因为之前我跟大家分享我一个美女主播朋友，她就是会去买男人。对，所以其实像不管男生女生好像都有了哦。我又会觉得，当然这些事情是我不会去做的，对，我只是觉得说很像换了一个想法跟角度，好像又觉得说就是工作，但是社会观感真的不好啦，对。来，阿姨我不想努力了这种的，来，经常使用关你屁事，滚啦！哇！吵架就发文讨拍，好像又突然觉得那个泼妇骂街没什么哈。哦，到底要怎么选？好烦哦。然后吵架就发文讨拍，反而好难选哦。我是觉得两边长久生活下来都很烦啊。我会选右边因为我觉得就是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老是要这样去公诸于世，到底是有必要吗？今天就要一起解决事情，并不是发文讨拍就能解决事情我会比一起联络09，一个是闹实体，一个是闹网路这样子的，真的要不要发文？几天就说发文放闪，对，常常会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右边真的很烦拉拢某些朋友成为小圈圈右手边唯一就是没有办法接受，对，我觉得真的不需要这样。又出现了！哇！开不完的择偶条件，或是自己薪水我觉得，哇，天哪！救命啊！但朱你都在他面前骂我吗？因为你该骂你活该被骂。
啊，等一下，要怎么选啊？差不多就是这样一样的题目，对啊。救命啊！对啊，其实对我而言，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东西，我到底要怎么选啊？大高雄国乐国不可以吗？啊，我先随便选一个啦，反正我先随便选一个好不好？对，随便选一个啊，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哦，好好好，我对于关系上面的道德感比较重，所以我不喜欢这样子。跟某个女生说她男友是大正。等一下哦，我现在脑容量不够了。好，我先选这个。分手后，又来了。你一定要试探男人底线啊，不然怎么知道男人可以在你身上花多少钱？然后，我觉得右手边很烦躁，然后左手边很邪恶。我们先把邪恶的选起来，对。好，发文。我说真的，发文讨拍这件事情很像也是在网络上面的公众场合，不是吗？公共场合好，实体场合，然后吵架的时候就发文，很像也是在线上的公共场合，不是吗？哇靠！好了，但是以观感来说的话，我觉得，跟男友吵架时找闺蜜讨拍，好，又来了。好，我先喝水。其实我已经忘记上一题是什么了。对，总之我们先看一下这一题。我也觉得女孩子被认定说闺蜜间会有一些爱恨情仇，让我也觉得蛮烦的，超烦的。一个卖男友，一个卖闺蜜，到底要怎么选啊？哦，我的天哪！两边都没办法接受啊。好难选哦。两个不都一样吗？你是天空伊拉塞。我会先选这个，对，我自己比较没办法去做一些背叛朋友的事情，但
但是也不是说可以背叛男朋友，不是啊？哎呦，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天哪！啊，因为右边我会觉得说，就是像你们男生在讲干话，就是说哦，奶好大、好骚什么之类的，就女生其实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可是左边我觉得那已经是很明确的，就是背叛闺蜜了。天哪，好恶毒哦！我觉得左边人命关天呐，右手边你就好自为之就好了。对，左边人命关天了哦。那么女生说男友是大渣男，然后建议分手找更好，就分手之后，好，一个情勒仔，一个绿茶啊，哇，一个情勒仔，一个绿茶啊。我现在已经神志不清了。一个情的仔，一个绿茶，我到底要怎么选啊？好，我先把这个选起来。哇，天哪，一个恐怖情人啊，两个啊，天哪，天哪！一个恐怖情人，一个很邪恶。哦，好难选哦。哦，天哪！我自己我会觉得观感上面的话啦，我会先选左边啦。我觉得左边已经神经病了吧？哦，难选哦！啊，公主病又来了啊！闺蜜男友上床上这突然就觉得公主病没什么了。左边对于这个行为我是没办法，对。好，这个果然痛苦是比较出来的。有没有突然觉得那个左边真的没什么了？左边就只是一个标准很高的女人在那边开条件，然后她自己还交不到男朋友，对，应该还没交到，或者这辈子交不到。但左边这个已经算是交往关系了，或者已经是夫妻关系了，你还破坏人家的东西，到底怎么回事？洋洋伊拉塞，就算已经有女友的男性，或者这样就又来了。好 ，IG 办一个大奶账号，就是你想要测试别人对你的忠诚，我觉得就是有事吗？你有事吗？就那个行为很讨厌啦，就是那个行为会让人家觉得，就是在考验你们的信任嘛。但左边，我觉得那个是道德的问题嘞。我觉得左边
就还两边其实都很烦，但是我觉得左边这个不行啊，道德部分我真的没办法啊。有没有突然觉得那个出卖闺蜜没什么了？右手边可能只是为了就是一时脑雾，然后就是讲一些有的没的这些就是讨人厌的话，但是左手边其实已经是杀人喽，已经要去解决掉生命的这个部分了。我觉得天哪，已经是杀人犯的部分喽。纠缠已经有女友的男性，像是邀请对方单独到家，又来了。我也觉得杀人输不了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有关人命的问题了，所以我自己会比较看重逐一私讯说又来了我觉得这些题目我把它归类成说，他就是把女生写成了神经病，把男生写成了那个重大犯罪的那个嫌疑犯，我是这样归类的。前天玩了男生版的，就觉得说好多那种就是现行犯之类的，然后今天玩了女生版，会觉得他简直把所有的女生都当神经病在写，天哪！好，其实我跟你讲，左边呢有待探讨，是因为我们到了前4强再探讨，是因为太痛苦了，我必须做探讨。右手边这个不要说，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去告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神经病了，就相处在一起真的很累到。他就是有事情，他就直接想解决掉你，这一类的情人真的快放掉。然后左手边这个，我跟你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左手边其实啦。好，即使我今天真的很有心思，好了，我去纠缠水灵的老公，好，对不起水灵，你又被我拿出来做比较了。我去纠缠水灵的老公，好，我的闺蜜的老公，我纠缠他。那重点是为什么约得出来？那个老公也有事情，好不好？所以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是双方面的。我今天要是约得成，那个男的也有事情啊，真的，好不好？所以我觉得相较之下，右手边这个真的是很夸张，又来了。和闺蜜的男友上床，同时主动问闺蜜，就又来了。我觉得两个都是神经病两个都是神经病怎么办？好，这个左边也是我刚刚探讨的，就是这个是双方的事情了，就是两边都很渣，男生跟女生都渣才上得了床嘛，对啊。但是右手边这是个人行为哦，这个人行为这个不太好哦。公共场合又来了，公共场合把男友当狗骂。跟某个女生说她男友是大正，又来了。我每次看到这种题目，我就是不管我看几遍，我都觉得我脑子，我的 CPU 转不过来好，我必须把当狗骂放掉了。我们就可能当做这个女生真的是没办法，压抑太久了，800年才发一次这个大脾气，把男友当狗骂，可能就这辈子发过这一次脾气好了。然后右手边这个真的是哇，
有心机到真的是紧锣密鼓的，就是哇，这个计划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这辈子真的很难去想象到底怎么做到的。天哪！好，因为不满公婆又来了，完蛋了，前4强了，又来了。但是我觉得人命关天，今天又觉得说好，你今天只是砸坏了可能男朋友的钢弹，男朋友的4驱车，这种那个可能就是会吵架，然后老婆整个被休掉。对不起，这个年代没有休老婆这件事情了。对，就是可能伤害到男性的心灵，对，身心灵被伤害到。但是左边这个就要求呢，左边这个，我说真的，以结婚生子来讲，这很夸张这个太夸张了啦！我觉得，即使你们今天公婆真的很鸡掰好了，但是你不要去拿性命开玩笑。对，就是亚洲真的有很多婆媳问题，或可能公婆之间的照顾上的问题，媳妇辛苦嘛，真的辛苦，但是不要把人命当成一个筹码，太可怕了。天哪！跟某个女生说男朋友是大神，又来了。怎么又出现了这2个选项了？好烦哦！注意私讯，所有在男友 IG 又来了。我突然觉得我阅读不了这些题目了，女生的题目真的好迂回哦。你刚刚的老公有点危险，水云宝贝，你一直不断的被我拿出来做一个闺蜜的这个举例，真的谢谢这位闺蜜，我们谢谢我们的水灵闺蜜，太硬了。好了，我真的两边都很糟糕，但是疯女人可以不要这样子，男生女生都一样很可怕。我觉得那个有那种那什么暴力倾向这是女孩子的暴力倾向的呈现哦。男生的话可能就直接打直接踹嘛，但是在公开留言下面就是哇，直接就是骂什么贱女人啊、碰啊吧什么的，其实那也是女生的暴力倾向基本上这作者有问题哦。米色天空，你讲出一非常实际的话。我在前天做那个男生的那个臭男生选项，我都觉得这作者真的非常有问题。他的选项都非常的刻板印象，他就是要把男生弄成脏又臭的现行犯，然后女生弄成就是疑神疑鬼的神经病，你知道？哦，这个我觉得。人命关天，我还是会选对，不要就是你不爽就要结束对方生命，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OK， 但是我觉得我的选项应该又跟其他不管是观众还是碧鹏的选项有些不太一样。我觉得啦，我的观点都会落在就是关系建立，然后长久的话，很多时候我觉得应该是大致上不太相同。我先看一下我自己的，第一名就是人命关天的这个婆媳的部分嘛，然后第二名第二名就是有暴力倾向的女生。这个其实这一类的情人，他很擅长去情勒，用言语暴力去让对方屈就，这一类对我而言也算是暴力倾向。就这些选项确实有人这么想，所以就觉得没错，任何不满可以走法律可以搜证，但是你不要直接结束到人家生命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哦。果然，我觉得我跟大家的选项果然不太一样真的。大众的第一名就是为了博取，所以大家不觉得就是把公婆或者是你不爽的人直接结束掉生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真的耶。
大家都完全不在意公婆大家不在意公婆死不死然后公婆的死活不干他们的事情我的天哪！OK，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理解啦。猪做这些的选项，因为就是我经历的东西是比这些还可怕的事情，所以就是这些就是所谓的情感上的鬼故事，就是听多了，然后经历过，然后还经历过更深层的家庭中的鬼故事的我，对选出来的选项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只能说大家选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对错，只是就是个人观感这样子。下药远比这个严重很多，我是这么觉得。我是这么觉得，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很注重说，我今天收藏的东西，你只是为了要比较说我比较重视谁而去迫害他的话，这女的有病。可是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各位熟男们可能已经跳脱这一层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年龄上面也是要做一个累计或者统计。像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说，我们家的观众们大部分很多都是熟男族群，结婚生子的也多，所以你们看的东西的确是跟比较年轻族群的不一样。对，那这只猪呢，也经历过太多东西了，所以我自己看的东西或许也跟你们算蛮相像的吼。所以好，太棒了，我明显感觉到今天的你各位是我的友军，谢谢。我们都觉得人命关天，我也这么觉得。对，那或许就是其他比较年轻的族群，可能没有经历过有些经历，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东西，或许真的就是这些，那也没有对错。谢谢，我真的是觉得说。跟大家一起玩真的是太棒了，我是有友军的，要是这个社会的病态，对啊，我真的觉得下药很夸张因为这残酷的选有时候那种早就被淘汰上不去，没错，有随机选到什么问题的问题吧，你会变成腊肉，第一名就放下我的机卡哇，没办法，换药已经是犯罪行为了，我是觉得犯罪行为对我而言，我会把它当作是。优先要思考的事情，例如，可能我们在前天在选坏坏男生的选项，朱蒂卡的第一名是什么？我的第一名是吸毒哦，对，我的第一名是吸毒或者是赌博这一类的东西。可是可能对于比较年轻族群的，他们第一名是打女人。对，可是我觉得那的确打女人很坏，但是我那时候在选坏坏男生的当下，我有跟大家分析过，女人其实也是会打男人，甚至用很多言语暴力去羞辱男人，所以我觉得这是可待商讨的，对，所以我才没有一直把打女人这3个选项一直就是把它排在第一名啦，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吸毒才是最可怕的，吸毒它败坏的是你的人生、你的家庭。如果说你还有小孩的话，那个小孩何其无辜。那一旦你吸了，你才有可能去打女人；一旦你吸了，你才有可能在人家线下演唱会去那边直接打手枪。这都是吸毒后之后可能会有的行为，所以不要吸毒，谢谢。吸毒真的拜托杜绝，可以吗？对，所以我的观点其实大概就是这些啦。对，好好玩咯。我觉得虽然说过程很痛苦，可是跟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些东西很有趣。换药，对啊，是不是不满就离啊？你干嘛去拿人家公婆的生命开玩笑啊？腊肉，老婆与腊肉，这2个而且最后一定会面临价值观的抉择。但2选本身那种存在不完美，希望你看不要包袱太大。不会啊，其实我玩得很开心的，而且我其实也完完全全把就是世间上面怎么去看待男女的包袱直接丢掉了，所以才会衍生出我的排名跟大家排名其实是差很多的。对，因为我看到的东西其实真的就是经历过太多鬼故事更深层的鬼故事之后，我是这样子去看待这些事情的，所以其实会觉得好像劈腿就真的还好老娘又不是没被劈过，可恶这群臭男生。对，所以更深层的是什么？人命关天的问题哦。对啊，毒跟赌都很糟糕哦，才在走开。因为选择一个不代表认同另外一只，对，没有错，逼你选一个。好啦，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哇耗死了，真的没想到真的选到3点多。我原本以为今天2点就可以结束，就女生的怎么这么难选？男生的真的是很多那种阿力不搭的就很白痴的选项，男生的选项是那种好笑到很靠北，女生的选项是大家都神经病这样子。人类不需要依赖那些兴奋剂，真的啦，真的不需要啦。
毒还可以靠意志力压住，但毒真的很可怕。就是毒的这个东西，就是哎，真的要实际看过，就是有一些记录影片，你们才会发现那个真的是很可怕的事情。对啊，秃头错吗？对啊，秃头错吗？我们化妆技巧不好错吗？我们化妆挤眉弄眼也错吗？巧鸟错了吗？好啦，谢谢你们，我们可以很安详的来选择一下，接下来我们降落到哪一位主播的直播间呢？哈，我们看一下。肚子好饿哦，果然今天早点开是对的。我今天要吃东西，快点去吃东西，肚子好饿好饿。当当当当当，我们来选。好，我们去找库鲁玩，我们去找可爱的库鲁玩。库鲁有时候也会来找猪猪玩，我们礼尚往来一下，去找可爱的库鲁讲，最可爱了。好，谢谢大家兄弟们，谢谢你们今天陪我一起来伤脑筋，总算又完成了一个任务哦。辛苦你们了，周末愉快哦！刚从银行回来，没关系，牛嘛。但是我们选出了，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可能跟大家价值观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人命关天，我很意外，为什么人命关天的东西居然没有在前10排行？对，但是没关系，我们注重这件事情就好了，代表你们都是成熟的面线们。好啦，开玩笑了。好啦，总之呢，这种东西就比较主观。对，我们今天也选出了，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名哈。但是很多的行为，我觉得命题者只能说，命题者真的也是非常的主观啦，只能说他对于两性过度主观哦。但是也谢谢他做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选项，让我们可以苦恼，可以选择啊。はい、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クロ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要去找克鲁讲完了，大家乖乖，不可以做坏男生，知道吗？还有人命关天呐，一不爽就解决对方，真的不要这样子，好可怕，好不好？谢谢你们。然后这个礼拜好开心，可以好多时间陪伴大家，跟大家讲干话哦。我们下个礼拜见。我们下个礼拜预告一下，有1对1的台语访谈，就是我跟吴昕老师然后一起访谈，很厉害的。我们的算是他自己本身也是心理医师的这位若乔，我真的非常佩服他，也非常欣赏他。他出了一本你会想起的这本书，然后猪猪最近努力的在研读，然后我们25号也把他邀请过来做一个1对1的访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以及下个礼拜也是由我们吴昕老师为各位准备的台语课。好，猪猪下个礼拜会努力研读，努力学习的，好不好？感谢各位。大家拜拜，下个礼拜见，拜拜拜拜。